哎呀，各位聽眾，我在歡迎到你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真歡喜，讓來到這邊教我人拍拖。要緊就是老調哈，因為我要同人講住交代人1122什麼事今年 ，OK， 來介紹特別嘉賓先，來特別嘉賓這邊是頭一個特別嘉賓是阿達，歡迎阿達。Hello。個維維娃娃啦。Hello。แล้วก็ติ๊กก๊อกบ่อยๆ啦。Hello。ก็阿龍嘅 keyboard 啦。哦，阿龍嘅 keyboard 是要韓國字嘅，你看一支一支ติ๊กก๊อกแล้ว嚇，呢 keyboard แล้ว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ตี啦โปรแกรมตี你到底喺你個有過喎？你哋 YouTube 我冇冚啊嚇，特別個女小英個係了。喂，computer 嘛，我就見你接半咩接物件。แล้วก็我喺呢度考考上嘅。哦，貴件歡迎我貴件。Hello。個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 ，Clubhouse 嘅朋友是點呢？毛毛菇，歡迎毛毛菇 ML， 歡迎毛毛菇。毛毛菇佢要做極好玩嘅1122事。係咩啦？แล้วก็ใบ清，唔知ใบ清個調啦，ใบ清個調，講架頭毛ใบ清冇調，因為麥冇開。個半件未使講啦。大家好。個男仔唔使困，唔係男仔是困嘅啦，可以看。個有半件店啦。我一擺 ，hello。แล้ว感謝到嘅台灣嘅地人，阿仔仔看老官感謝，佢哋邊啊？你知道嘅咖喱包 ，sorry， 講掉。到咖喱包。唔掉 A G I 物件。OK， 咱這禮拜要講咩咧？這禮拜我哋是講加頭毛，加頭毛係幾有喎 ？suggest 加頭毛誒，suggest 加頭毛是裝嘅咋？酒，特別個記冇啲。困嘅啊，酒。困嘅啊，頂。OK，來，咱誒特別阿龍個調阿龍，一看記冇，佢冇看到咩個調個啦。一出邊佢看到。一台灣 friend 在怎麼樣？哦，喲。Sorry, do not disturb. 喲，佢呢聽到記冇。OK， 嚟，等嚟講假頭毛。等陣我會講先 before 我唔會記。你整你頭毛？我係頭毛 ，OK。我係頭毛咧，頂住時我去食我正開一間新 Vietnamese 嘅雞飯，actually 伊是 Vietnamese 嘅海南雞飯。嚇，阿龍你要講什麼啊？唔是要講 Vietnamese 阿龍嗰個調，等聽下有調，阿龍嗰個調，你 Clubhouse 個開哦？嚇？我當北京嘅，等我安尼提一等陣，北京阿龍啊，冇啲。你只係係你是惠安雞飯，伊是冇叫做海南Vietnamese 啊，冇伊是 Vietnamese 海南雞飯叫做冚嘅，唔知我唔要講，咁是半夜數嘅是嘅 ，com 對特別讀咁啦，broken rice 啦 rice，唔是 com 啦，唔是 com 加啦，English 是 com 加啦，特別是 Vietnamese 就咁嘅什麼啦，伊甲我講，伊是特別因為是 Hainanese chicken 咧，唔是寫到 Hainanese chicken、Vietnamese Hainanese chicken，伊很少冇咩像。伊淡薄佢哋胡落淡薄了，我哋水咁啊！就係比較好食啊。Anyway， 我去下邊嘅時，我第二擺去啊，頭一擺個位指個位高位指揮人去嘛。然後我就去食，第二單我去嘅時呢，伊有一間少年嘅 waiter， 那個就查某，然後我就直看，因為直看我咧講咧是，我就想未必因為前我第二擺去啊嘛，因為去河裏嘅時，伊就問我講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Your hair, how do you make your hair like here? 因為我按照做嘢呢，企喺這邊嘅呢啦，呢壓掉。伊講你係沒有 blow dry 哦，我講婆我冇 blow dry， 我講我成日係你阿婆，係你 auntie 啊呢，你隻 auntie 古龍頭毛哦，我係隻古龍頭毛。咩啊？
ปิ้ล咩？哈，伊是成個 velcro 呢款呢，伊成個有靠卡呢款呢，免夾誒，如果呢夾咧，伊就掉咧就，所以我張 H 來，我 almost 打咧嘛，夾大啦切咧嗬，我就夾係咧，安尼咕窿，我應該去樓頂夾咧，互人看哦。我I think 我有啊，John，我會使貼出英文。人講嘅時我去樓頂夾，然後我做互人看。然後意思係你 foam 咩嘛係啊？foam roller 唔是要 velcro 嘅，係是 velcro 呢。有啊，John，我學錄用啊。嚇！我使去樓頂夾，我夾我佢使 demo 互人看完，得做為冇。你是我夾，你我知唔是夾啦嚇？我是 prepare 為冇。你我安尼咕窿嘅頭整一下，你我可以我咪是西邊啊、北邊啊。蒸啊，你看下部分店面之貴啊，是換衫了。before 我出嘅時，我就偷咯，偷嘅咕窿啦，伊就安尼吸安尼咯。แล้ว時我就收起來，我就現淡薄咧頭毛粉啊，攏在頭毛粉咯，睇係 shaping 咧頭毛粉啊，深深嘅咧，伊就徛掉啦，幾節咧，未造型嘅呢。你會講就夾頭毛，攏知啦，我頭毛是家己夾咧嘛。1995年起我就家己教頭毛嘛，教節，我近啊學人教嘅頭毛是到啲馬來西亞我教學人教呢，到啲 US 唔學人教嘅頭毛，自己教，家己教。OK， 攏去講，係咪？安尼，because 啥物事 ？because 真貴嘅事其實多。頭讀冊是少嘢貴，讀冊貴嘅時我都唔甘啊，唔甘咧，我係高教我教，然後高教我教咧，我大無上 city， 所以要等下來教，是家己要在買一頓咧，所以我就家己買咧呢，頓家己教，所以家去咯，落教，我估無上，落知我呢估無上嘅 hairstyle 呢，幾年來嘛，20年，未必我個叻20年嘅 hairstyle，無上嘅 hairstyle 棒嗬，我講 PDR， 我哋小 A 是唔是啊？啊，咩啊 ？BDRC 哦，外口嘅嘅咧是 velcro 嘅外口。嚇對，等我看位。係個啦，係係個啦，嚇對，你看你對，依 size 差唔多成係你青色嘅 size 咧，大 maybe。碌嘅，冇得四，冇得四個，嚇，一隻 size 對。我肯定講一半時，我走去樓頂嘢，可能看。แล้วว่าช่วงหลังขวัญจะกูลง所以當晚就是我會講可能聽係頭毛咯所以我係頭毛能講郭富城嘅頭毛嘛即是頂到時話少年時不無貴啊嘛90年代頭對你愛我有加過啊，你睇你頭毛本，佢陣時頭毛嘛93年啊，你講陣時又卡頭毛嘛92、93嚇。特別把路過再興就對啊嘛，對，可能講下面就即係是叫做老教嚇，老教頭毛誒可以老可以教，你個教頭毛係你係計講啊，每計老教咪教，你看嚇，你就要去。你記得教頭毛是乜嘢？係咩？One length 係咩？攞特別去講定當時，因為成日時候喺煲時候就煲嘅。伊就被長較長啊，無就煲誒變做長去。你即係我規件你頭毛咪是長啊，你對於馬來西亞是你個無教，你不是愛老長本啊？你愛老教本啊？無啊，本大家唔係教。你是家己教，是去學人教？我學人教。哦。我有幾年我是老，我是剃嘅，我是剃㗎了。我會記，嚇，我會記。我古早幾年咯，3、4年嘅呢，我是家己剃。來，我要看你都冰啊，冰可看你頭毛成咗。冰到一位。哦，嗰是舊本啊，你冇。我只長啊。你有 hair product 你頭毛啊？馬路冇。伊你起來啊！哇！哪咯？伊只搞起來。哦，你หุ่น是拍呢邊啦，你หุ่น。你會拍中หุ่น哦？我中午拍過誒，我中午拍過。我較長嘅是個馬路冇夠長啊，較長嘅我個拍中啊。哦。然後伊只我頭我只用長嘅就隻踩來個你 texture 錯啊？夠定嘅數嚟。我頭我隻錯。
哦，笑啦。 then Plus OK 啦， plus 伊 we got a 用做 weather, style， we I got mean 講做 style，I mean 講你愛 styling styling 你嘿，呀，你頭毛就較用咯。成日講咩我頭毛我感覺較濃嘅，佢看呢呢，成只錯呢。你看微話我拿手拿等哦，你看你拿我拿手拿頭這咪是什麼？咱講你胡咯，馬勒啊，馬勒嘅胡。我拉就低一隻人噃，就是馬勒。那特別我 Tapi because 我頭毛 actually 是派咧 because 我那時嗰時我做咗隻頭毛嘅呢啦、電啦、一大噸啦，แล้ว派起啊，แล้ว so 伊頭毛就較少去咯，咪咯。對，OK，我當依家講我走去樓頂嘅，我係 color 嚟一做 demo，可能看咗 color 冇。review 我講你照頭毛嗬 natural way of 生頭毛，你係 rosemary essential oil。對。Rosemary essential oil 啊，哦 OK， tapi 袂使 straight rosemary 啦，I think 要係淡薄 carrier oil 淡薄 ，means 無，我一道 straight 啊，我一道 straight 啊 OK ，少來咱我是大人嘅 scalp 啊 OK 啊，is 零啦。係啊，咁會使 straight Rosemary 啊 ，Rosemary essential oil 是安怎啊？就面 Rosemary essential oil，人特登入嚟煮嘅啊，係咧 rosemary 啊，係，and then 人入嚟煮嘅，你herb啊，你香嘅味啊，你按摩人有 essence 伊嘅 rosemary 你入 essential oil。And then 我是頭 drop 你 scalp 落去，你唔是係頭毛，係 scalp 落去，and then 捽伊 ，because 你頭毛你 scalp 愛捽一下，把你有 blood circulation 有行血啊嗬，頭毛把你會生，這是 natural way 啦。for scalp for 你 scalp。我咪攞就俾情 wig 咯，冇嚟講我頭毛派看。我嘛是叫你頭毛是 wig 5% minoxidil 啊。我頭毛是 wig 嚟。哦，我想嗰時只係頭毛嚟，原來。呢種國家嘅人啊，伊人無我阿妹頭毛長嘅是正嘅，哦是面頂嘅。是 wig 嘅嚇。哦。呢種國家嘅人嗬，伊人都留頭毛長嘅嘛，因為人國家我嘅同見時候，講，人講是伊人特別愛日嗬，洗嘅頭毛嘅，伊洗嘅頭毛了嗬，伊成個出自佢哋頭皮啊，出自佢頭皮，所以伊頭皮個 healthy 嘅，แล้ว會直生頭毛。我咪รู้喎ว่า咪รู้ว่า我就是成個清朝嘅人啊！你看我頭整是坑嘅咯，你阿妹呢？你做隻清朝啊，喺白嘅隻頭毛啊，咁贏出嚟，人個咧講嘢啊，唔會的款。尋俾啊你啥？那時咪時嗬，我頭毛有嗬，我有做過一隻，成日講佢哋。伊有一款是煙花湯嗰時候，入面講伊是轉你頭毛咧有嗬，咧噴可以變做成個爆炸嘅頭毛你看。我做過幾拿刀嗰時候，所以話我頭毛actually是派嘅，頭毛派。你生出嚟應該未派啊嘛？伊派是派到你個口係嘛？你生出嚟。係邊講無過掉咯，แล้ว所以 scalp 啊半派起啊啦，不如你看到嗬，伊嘅毛孔啊。冚起啊會，我哋是，但係你是你無毛嘅數，你特別去整啊。哦，特別啊，我有考慮，若是講我無毛啦，我毛是只金絲天講，若是講我直接我無毛去啊，我會考慮去做製毛啊。transplant 啊，做咩事咧？因為我感覺到我愛啊。人講聽，你知喲。唔要緊啦，聽乜能聽做了。愛水買命我咁話咯。不要緊啊，你有睇部貨嘅，你看到啦，你會理嘅，我同你講，接。係啦，特別頭是不要緊啊，特別我是，若是講啦，攏未啦，點我無未接受啊。我未接受。關係嘅。毛啦，你毛你搞。我是未啦，特別我是 feel 到，若是講我有一節無毛嚟講，我係去做 implant 咯，implant
不要緊我哋我驚咧，係咪驚啊？安尼驚無毛啊？有係咪講because 我都食普通啊，食會食飯面。成日去做 facial 嚟款啊，去做頭毛。幾個會啊？你到幾隻借我去，我頂次去嘅時，規個落㗎啦，規個落對。然後查某嘅就是 plastic surgery 咯，要麼行出去鼻孔㗎啦，兩條嗰啲做 nose job，行出去嗰啲變整㗎了。然後大波嗰隻就是頭，佢看到人做製模。我看到之後嗰隻做 beard implant 嘅，啲佢哋治療嘅啦，整。哦，哇 ，beard 乜嘢啊？我唔知。咁咪佢哋自己我都只扮嘢，因為理啊，我感覺到。start 嘅時呢嘛，佢嘅隻鬼啊，哦，你 start 就係理是啦。嗱，下兩看即喂，即頭毛，因為我毛嗰條。嗱，你想 sorry 啊，佢看到我毛一條就對，伊當機咩是 velcro 嚟，嚇佢是隔了 plastic 嘅。對。啊，作用。OK，嚟 demo 下兩看啫。demo，我整起出來啊，咪是呢，洗頭毛呢，可能好深，然後我就夾，即個就洗咯，洗咗就看我嘅痕嚟判得咯。我有時係 naturally fall 啦，我洗去看一夾落得咯。然後時我就夾隻咕窿，我呢就正為我下掉 because 依個嘅接啊嘛，嚇，所以我就夾正嘅咯，我咕窿嘅，呢，我咕窿嘅，我滴咕窿，一直有那轉咯，呢，嗱，然後呢，然後我綁，無管隻舊呢嘛，無管兩隻字頭毛度播呢，然後伊掠掉啊毛。我掃，我捆起來，咕窿起來，然後我就下掉，去打。你用幾粒？一粒呢？你用一粒呢？哦，用5年啦。我用這下掉，我正邊嘅 wave 是家己嘅 natural 嘅。你頭毛是 consider 是油嘅，唔是錯。成個我諗成個錯，成個係你抄手機嘅，你看呢？嗰年可能2點鐘後落落嚟就對嘅。我一邊咳，一邊 Q。嚇，一邊 stay，我度嚟想當 spray 就係係你是講，你隻hand 去一直夾落嚟。伊會起 for 2 hours 呢。我度嚟 spray。spray 俾 because 一隻 course， 我係隻 course。So OK，so after 我拖出來咧，伊咪是安尼吸安尼哦。然後我掃咧起來，伊咪是會徛咯正，特別我就會三個頭毛粉咯。我就是無係頭毛粉，伊個邊就對。所以我係頭毛粉。頭毛粉是pomade了，你用pomade了。唔是pomade，伊是用powder。powder 啊。嚇 powder 啊！伊就冇成個 dry shampoo 呢，可能。哦，伊粉呢？線寬。伊做法。你紅色嘅嗬，你古早你講用。冇用嘅了，我當邊把你吸白嘅。伊是粉，伊是做法你伊安怎講？伊是你係粉是因為你知咱毛卡是安尼一紮嘅嘛，對。咁樣毛卡，咱毛，咱頭毛，伊是一紮嘅嘛。伊是像 one segment 嘅嘛，對。都是唔是用 dry shampoo？唔是，伊是我唔知是 dry shampoo 嘅 dry shampoo 冇成，特別是 styling， 伊是 styling 嚇，就相款就對啦。伊是掃起來就油嘅了啊，唔是所油，頭毛油。伊是接起伊嘅，講伊嘅粉接起你 segment 嘅，所以做到濕去嘅。會差。我 actually 冇試過，我買過啊，我冇試過。嚇，你有兩隻冇試過，喂，我學嘛 try 我嘛冇試過，特別，若是講你關事，你別使用手指，你淡薄呢，你三淡薄呢嚇，一變做成個 natural，因為你看我頭毛，你冇 feel 到講伊有 product 係咪對？冇，你冇 feel 到成寶寶，because 伊個隻生，你攞嚟 restyle 伊就會對起伊型嘅，所以變咗伊when 我。freestyle 你用 curl 嘅嚇，伊咪是有佢哋影嘅咯。佢哋影嘅時，我三嘢款嘅時，伊變做成啊，伊個 hair 一 segment 咧，伊接去有款嘅嚇，伊變做成啊，安尼卡起啊。所以我今日係到啲位毛卡頂面啊，個一寸啊，可能我係。
哦，然後我安尼下咧就徛啦，徛all day，我佢哋做工對嚟每成款，特別伊袂講成個，但是講我會使行 hairspray 嘅時候，我愛較講啊，誒成個做機啊，我冇會使啦，特別我冇啦，心咪冇啦，我冇。我係你看，咧這邊邊啊呢，我是有當時我嘅查先生寫，但我 usually 伊嘅邊啊來看到有成個，哇！有像影嘅呢定啊，即是我特擺我嘅手呢手呢，一打呢一對呢影嘅，係你我免去我免坤啊，定我免古龍正邊啊。當然即是假頭毛喎，特別假頭毛係我同你講啊，你會 hairstyle 安裝你就被假安裝嘅頭毛啊，你袂使成講凊彩頭毛會使 style 安裝款嘅嘛，你就袂講住有假毛啦。啊，仲有教頭毛？我我教我驚，嚇你教你個幾驚頭毛？就啊，問啊，我啱嘅，冇時我教。我是我啱教我驚。你是要生女㗎 ？Because pandemic 點聲啦。哦，你全部頂到冇啦，頂到冇啦。頂到冇誒，and then 我啱俾我學 from YouTube 嘛，學啦，and then 教好啦嗬，and then 生女啊嘛，變個 permanent 嘢咯。哦，變做伊個 hairstylist 嘅當邊。因為伊通生女嘛，伊邊學 tips 嘛。你冇 tip 伊啊？伊冇 tip 你啊？伊冇 tip 我啊，我們等係咩出啲臭頭嗰個病假，你仔你 first time 乜慢慢驚嘛，慢慢加嘛，佢出嗰啲臭頭嘅啊，你打咧？我不甲人講句，我數計㗎好冇？我不甲人講句話，我教 Bruce 頭毛係唔掉，應該嚟哦。我想不甲人講句。嚇，你係咪㗎？小弟啊？冇，我冇人講句咧。唔掉嘅小弟啦，你係小弟冇數嘅嘛？我係就是小弟啊。所以伊嘅頭毛就短嘛，所以我就一路來我就免講上。我冇成日講日格，我就用格度解，我唔是填，我填是我係邊啊邊後尾有填啦，特別我係頭前嘅啦，即是我係用格度解嘛，所以我咪是伊嘅呢 Bruce 呢，我是格到填嘅，因為開始頭毛就短呢，所以我咪是夾第一等嘅格咯，第一等而家是幾號啊？8號啊？12號。冇我係冇呢隻。你8號啊？12號、9號、6號、3號。我是1號嘅，伊是8、7、9個人反對，所以8一定是第一等嘅，一寸半別嘅。咁我是夾嚟，所以我睇夾，咁我咪成日咔到頭整嘅，你看伊就是填加嘅咧，伊 accessible 咯。因為只是我行唔掉，我唔知去做下面物件啦，我做嗰時會加伊頭整嘅時，我加伊後尾 usually 我是填伊佢頭毛先嘅。佢阿面隔了用咧地凳嘅背後加去了，加了佢頭，了時我慢慢係慢慢刷咯4號、3號、2號咧加邊一啲咯，因為我唔知成加伊一啲成咋，然後加了時我咪是會改加頭整，I think 我是係唔知4號嘅，我直頭整幾頭4號。我死了，我死了4號 ，it's like double。你話安怎一撮，安尼一撮，安尼毛安尼借出來。然後我唔計講，我講我試問嘅時候講，我等我加了，但是講個無法個看到一格底一撮，我甲計講，但是我是加你袂看到慢慢計講咯就。然後加尾啊無法，原本一減一撮，特別還是 everywhere 嘅到底啊嘛，所以我甲計講嘅時講，誒唔要緊無插，伊無插，所以無。伊本無插嘅啦，伊無成個講，伊無插講咧頭毛啊咩個，哎呀頭毛係生無插，無成話呢。伊只快等啦，maybe。伊本只快等，打波毛那是啲嚟講無插到加間裝嚟講嗬，伊本就硬生出來嘅。是啊，嚟啊，會打波無關嘅啦。其實講嚟講，你夾頭毛是你驚就落嚟加是pandemic去個加。pandemic 平常時我驚咧，是我硬加 ，because 伊 college 點聲已經加佢哋 battalion of Malaysian 嘅嘛，佢咧你在 Malaysian 人頭毛頭嗬，甲邊啊會有會質嘛，嚇，掉成個話係 blue gel 嘅邊啊會邊嘅嘛，所以咱去阿毛人加嗬，樣別要加啦，等下樣別要 shape 嘅啊會。
你加出來實假頭毛，你看你前一邊地了，所以你看你點聲是已經大啲頭要點聲嘛是家己個人學教咯，他試過個事啊，他試過個人冇 expose 對 Asian 嘅頭是，that's why end up 嗬，你怪學 tips 喎，你個洗頭毛怪學類喎，我哋唔知個學類喎，做咩洗頭毛啊？冇，你去解教係咪加一個，來洗個另外，嚇，then 妹話啊，咪是學教咯，學教了，個了就當朋友個了就嚟 Malaysia 嘅 society 個啦，人講在你以後教了佢叫你教，伊是 quite expert 噶啦。要不要開家頭毛點去啊？你肯定係冇相信人啊？有啦，有幾哪啲朋友會曉教啦，因為有嘅是上個一個號碼呢，6號個了。中國頭啊，可能一個長個了，係咪哦？而且像榴蓮頭呢，哈就貼個啦。所以但我按有教 pattern 嘛，所以就係要佢教啦，教了 ，and then 伊家己咧是去外口教 ，before pandemic 是because 冇人曉教頭毛嘛。對，伊會曉教人教，但係冇人會曉教伊教。伊曉家己教本，伊比如個差，伊比曉家己教。坎坷家己教，較 limited 啦，我 hairstyle 較 limited 咯。這隻影，這隻影，這頭。pandemic 點聲是，真係嚟，伊 hairdresser 冚冇開，所以咱大波頭毛差唔多 every 2-3 months 嚟教嘛，一個月就教咯，所以咪叫我，你嚟教我教好冇？我嚇，嗱，家己看 YouTube 去教，我教，咪人哋話哇個學名臭頭喎，人哋講即係加波人波，即係俾曬活加水人波。一個位考慮係咪個？各位考慮他淡薄指導淡薄。即師傅嗬，只學嘅啫。所以伊個頭帶啊，伊個咧 student 哦，超準啊！我講你唔係亂話，我見得多加多啫，啲頭毛是同我超嘅。我你上加多界啦，伊上加多界，唔上剃頭多。冇，伊叫我叫，你知無？咱教項目時嗬，平常時嗬，咱一定要試嗬，一日14樣 fit 嘅。改，你開起來啦。我未，我就係慢慢去看你頭嘅 shape 嗬，我是一刀去嚟，什麼啲一啲頭一個是我日normally 6號去對你頭嘅 shape，because 你頭嘅 shape 一定有成個放起來嚟開花，可能冇嘛，冇 flip 嚟生起來嘛，你 neck 位啊 ，from 你 neck 去你一半頭嘅，伊有一個 shape 嘛，對唔對？你 understand 我講咩？冇啊，明白。總之你 neck 位嗬，你 neck 位加你the fullness of the 你 diameter of your head 嗬，是生落來嘅嘛，你頭。吸起來啊嘛，一個 slope 我是向 slope 起咯，但伊面呢，伊夾14隻堅嘅啫喎，咧我頭頂咧，我用我未曉本啊14，我未曉。我用34加，頭頂我用。你講34還是茶四？34，我講茶四。啷個34本。34本。我就係講茶四，我講茶四，我就係講茶四啊！特別我講茶四。所以我下底咧係 clipper 㗎，然後咧治頭毛係㗎咧頭頂咧我是用手夾到㗎，我係試下呢㗎，二本㗎了啦，伊冇嘅，伊用㗎了用 clipper。這是裂那夾多那夾這邊。所以伊頭頂面伊要用 clipper 㗎，伊是唔是夾茶色了？你 clipper 縮過啦，嚇對啊，對，一行掃過。then 較應家啦，你看咧，一個較緊咧，一個較順，較 smooth，你我最想掉教啦，我白啦，我個 YouTube 教我用咋呢嘢嘛，教到。你冇給 trainer 咯，給 trainer 見啊，頭毛是給來 trainer 人仔用。我唔知，我安裝不是白，我是上個
冇咪 confident 啊，我用試嘅咋哩。你用咋哩加多哩加 control， 你喺你只走呢嗬 ，because 一點就呢燒過呢，是你歪就最歪嘅咋。你頭毛個零骨骨嘛，到啲茶色，你咋哩見到嘢眼嘛。and then 伊唔是用迄個有 curve 嘅上色上放睇冇俾嘅啫噃，伊成個打波頭毛，加頭毛個另一點咧加頭毛嘅，normal 嘅上色啊，白白一排啊，嗰啲啊，護骨一排呢，then and then 我頭前咧，我 normally 是 clip 嘅，我拔一張嘅頭毛一張嘅，阿妹嘅嚟加，安尼看咯 ，and then I 加過白白了 ，and then 破過一邊。make sure it's fair evenly not kalau evenly and then 後尾咧 after that 3號了 and then 無空 totally 無空 shape 伊個頭 like 你做講啊天啊天後尾有上個and then sideburn 不是天一半天加一半魚啊係咯and 天可以 shape 然後魚啊你咁樣卡總之教下我只 stress 啲啊好啊。你你個別人教是 stress， 自己教是你自己咁就是自己講。教我驚教唔你 stress 㗎。你硬教啦，你硬教學教頭毛嘅人，特別學你話我係後尾我本是就，那是我無 shape 嘅後尾啊，我本是 BB 嘅正。就可以翹啊。我教是我成日翹出咯 ，trim 我對這是。一陣咩啦，所以依家無你，所以即邊，你先講我無 shape 嘢，你看我頭，即係我頭嘅 shape 啊，是安尼喺度，你看你邊啊，已經 flat 嘅即邊。但我 scalp 我係 shape， 我係 head 嘅 shape 嘅毛，頭嘅形咗，我是特別用頭毛嚟 shape 嘅咯，所以我即邊留係較高。這邊拿來拿落，是拿來拿布，所以一吸嘅時咪是看到成一布安尼咯，成個香乾。來看我教學我驚啊！來，啲阿妹，做 share screen 啊，等陣 share screen。你話我都係教頭毛啊，呢部啲啊。爸曬，做咩事個別 share 咧？落去，但係咧冇幫行。我頭先去食物件。食咩？咩？做咩啊？我第一冇幫行啊！你冇出嚟啊！你講 share anything， 我鬧跟住technology 嗰啲別用啊，跟住 clubhouse 怎麼換計技術呢？setting 啊，當佢要帶你 stupid share。但你出嚟是每隻亂立股價頭冇知道。哇！你看嚟係咪 hairstyle？查甫嘅查某無相啊！我知啦，就是咪每個啦。一個月半，你看。我一個月一排。一個月半。一個月一排你？我一年。你去學人家？我講是講正等啦，我阿個。我個仔是成路呢咯，成student 是自己教咯，然後自己教啦，過後咧有一擺是咪想講 OK 啦，我做工設定做工嘅時啦，佢講 OK， maybe 其實去找人教咯對，然後找人教咧，咪是去找嚟普通啊，即係隔壁厝邊嘅，可能咪去找啊，陣時我是到德國了，然後佢又咪去學人教咯，咪就係我陣時我係德國話講無好你知喎，然後所以我唔知講到底係你 hairdresser 可比較講咩貴，然後咪是因為妹我講伊用德國嘅妹啊，俾加成個邊啊這邊啊，係你見啊係你頭毛呢款喎。然後我就見中咯，唔知你講咩鬼啊嘛，講我咪就講呀咯，咪先生你坤講咯，一條搞一架，變做金正恩嘅頭呢。哇！都翕相起來。我看金正恩嘅 style。哎呀，等陣我看，應該是我冇到我，這是我新嘅本，我有應該是我 share 好啦。金正恩邊一隻貼嘅喎，隻波嘅，然後一個東不lon一個像一個一 block 頭毛拍落來。伊是只 slope， 一邊啊就咁樣fade 了，就 high fade 了。
對，以前只 high fit 那款，然後佢又你頭頂一步落嚟頭啊，頂一步，然後佢又看我只when 伊是用嗰啲shaver 叫 shaver 嗬，叫 hair clipper，嗰啲鐵嘅，對，嗰啲 hair clipper。我只啊看伊用 hair clipper 啊，我講佢 maybe 是普通咯對，然後伊只搞我睇jut那款起嘅時候，我就食橋了，我食橋我俾考啊，我等我係你冇白使啦，老冇白要見。因為的確㗎，係冇大波是講後尾啊，嗰時伊甲你講食步啊，肯即係食步，像馬來西亞人講哦，肯食步這邊食步，肯大步，也會明白啊。但美國啊，嗬，你第講後尾啊，這邊3號、4號，對，特別的確冇事，的確冇呢，冇興號頭，冇樣冇講號頭。然後就講actually 我講條個別考慮一個 so that's why 我講就講哎呀計貴呢，本地我去講佢哋幾百可以加嗬，啊個是30幾塊，我講就講 OK 啦，學個字類淡薄 maybe 較價啦 ，at least maybe 有時候別人掉個高價，馬來再搞加出來那款，然後 so 嗰陣時我到古仔 actually 古仔嘅時候我 student 嘅時候我到嗰陣時我到 KL 嘅時候我冇。我每次去找Japanese 嘅hairdresser 嘅 ，because 人家有教我頭 ，Asian 嘅頭，對，佢有教 Asian 頭，然後我一句就嚟問題就是我嘅頭毛嗬，我聽人講啦，唔知是真假啦，我嘅頭毛嗬，一坑嗬是生三條嘅頭毛嘅，然後普通是生2條嘅頭毛，反正所謂頭毛真雜，所以真咁講，比較白啦嗰啲，對，嗰啲包講，伊講伊家己加。30個年啊，家己加頭毛，用新嘅 clipper to cut trim everywhere，then my sister，哇，真是水喎，家己加色啊，特別你冇換 hairstyle 啦，嗰啲 bob，你若是用上一個你10擺加你有啥，我個曉喎，我個擺換冇上 hairstyle 喎，所以變做冇我嗰條成日會學加新嘅毛你看咯，但我隨口個位古仔。個仔頭毛可能看到，然後等陣佢除咗個技術，應該就照，按照就照個技術，應該就是個人嘅邊嘅時候應該嗬，即哎呦 ，Oh my God， 我看到我句嘅 hairstyle， Oh my God， 你看我句 hairstyle， 這是加嗬，這是我自己加啦，我冇噶啦，但後尾個嗱，清嘅呢佢哋。阮袂使啦。你是2004嘅 hairstyle 嚟啊？something like that。等我看下這其實。佢有一陣你是幾多人安尼 2002啊 ，somewhere around there 嚟嘅。K-pop 還是 K-star 對，佢 Winter Sonata 係叫我是上頭毛。對 Winter Sonata 嘅 hairstyle。對。等我OK，我個看下，這個我這個 hairstyle 我有怪顧問嘛，這個 hairstyle，等我看我吹我個記住啦哈，這個 hairstyle 我怪謝你本，這是浪仔啦，這是喂，這是安尼款的，咪是這個水，邊啊 fade，然後這隻人家本嘅，特別細，你特別 style 伊動物唔會，我係頭毛未起來。所以這度，即係我怪這年本啊，這邊咧福建是10 anniversary 是那款嘅頭毛咯。個這個，這是上嘅頭毛啦，特別是無細是特別呢。特別邊啊是 fake 關咯。即係金正恩咯，即我這邊金正恩個好。我 share 你 share 了未？你 share 了我甲 share 好。你 share 你 share 你幫我甲你講啊，有一幫啊是啦吼。For those 會較貴嘅人咧，無伊人叫伊人家己做白嘅人咧吼，伊人就是興安尼款嘅頭。剃邊邊薄薄嘅。แล้ว頂面有安尼款。像 crew cut 咧，伊成我成個 military 成偏拍偏冰嘅款咧。並頭嘅毛，伊拉就講安尼款就是bear 嘅 hairstyle。來我看，成日講，多謝
多隻咩？係收是多隻？咩係咩是你鉗啊？鉗啊？鉗嗱，成個安呢咯邊啊？我差唔多咁樣想哦，唔是怎麼搞我怎麼想哦？冇想我冇啊！我你特別細起，你特別細起。哦，對對，我係較長，我係較長對。伊人安尼款呢呐，安尼款啲頂面啊，特別瘦起變漸安尼款呢嚇。有一幫啊是咯，迄個是2012年安尼款啊是我實家安尼款嚟頭毛。2012年哦，迄個叫鉗嘅鉗什麼？白啦，冇啦，冇啦，冇人講頭毛是鉗嘅啦。I think 即是意思講成啊，你在到啲嗰啲 QQ 嘅 community。QQ 嘅 community 有隻係叫做 bad community， 就是成個你較背身軀較白嘅，แล้ว喺การ頭毛嚇。วิวว่าการเดี๋ยว bad 是阿毛嘅 bad 啦。等陣我俾看下，講咩叫做阿毛係 bad？ 你講 bad 係啲阿毛係 bad，唔是角角。But I could put the clipper on my nephew's head and I use my clipper to trim every part on my body. Later could not study well. 伊就是講用伊個嘅 clipper 係clip 到啲頭毛，佢clip 伊個 manscape 啫，佢 skip manscape 嚟位，佢加伊 nephew 嘅頭時，伊驚伊見到特別我等別讀冊。啊對，啊這是人嚇，這是人 anniversary 時候。哇！你看你個係生呀，係啦，哇啦，使咪是個生呀。我生啊，還是我哋生呀？係你頭毛啊？你頭毛本是安尼款嘅舊舊嘅，有柄安尼款舊舊。邊啊寶寶啊，對面條。邊啊寶寶。嚇，對面條嗱，你咪是有，你咪是有。白啊！一刀有一幫啊是，唔是白，but then 你是真正舊嘅一撮嘅頭毛。嗱，你看到你邊啊一邊啊一撮安尼款起嘅嚇，安尼款嘅。你有一幫啊是，係啊，我攞嚟叫我成手嘅時候，當你講我成手嘅時候，等陣啊，這裡。哇，你有成手過哦！我成手嘅時。等陣我有一個小英國，等陣。夾尾一張咧是，夾尾一張是，夾尾一張。哇！你講我手。就是落音，Oh my God！我媽講買啦，你成手係垃圾咪講。買成artist嚟哦，特別老啊，是較老嗬，有手一個老嗬。我感覺是目鏡嘅老了。看成個，有一隻artist 咧畫到嘅。誒嗱，有一幫嘅時嗬，較早就報成日講2006年、2005年安尼款啊是啊，興安尼款呢。哦，即係一隻人家，即 emo 嘅 hairstyle 係嘛？對，安尼好冇？我想，伊陣咧 ，Justin Bieber 呢吸掉是唔是？Justin Bieber 冇係你頭毛，嚇鬼事！伊是啊死下嘅。是較日本較 Korean 嘅 style 呢？又係你咩啊？係你台灣嘅，伊兩咪是玩嘅 hairstyle，係你對啊 ，video 上台灣啊，有 F4 啦嚇，伊兩個咧間長淡薄呢，反正長咧等。我想把烏龜本啊，我特別我係記人咗先是烏。我成日我除喺呢隻幾年講。10嘅差唔多2000 I think 2002啊2003 4 5反正款佢一站咯，佢一站加了人不是加那款的嗎？哎呀，死人咗我去我冇個怎麼 share 冇 share， 我都冇注意。我 share 就別用，而家就用是啊，小。但係你落音對哦。別喎，誒，咁啊，攞嚟記，講佢哋即係，係咪對呀？我係搞緊有上邊嘅啊，嗱，是咯，係上邊勁咁上邊咯。My producer is in the studio，Chobi，
我個前頭邊咧學見嘅3個，你掉咗4條嘅可以，就嚟黑。我看特別我會記，嗱，這頭毛咧，這水嘛，這頭毛，呢？哇嘞！啊，明陽你看我揾做頭毛線嘅，Fendi，即唔知你啦 Snapchat 啊頂。我pandemic 也是有差不多那等。呀，搞加鏡頭，搞加鏡頭。哦，哇！哎，看咗一年佢生加鏡頭。嗱，你頭毛搞生嘅頂。可能。嗱，這個是我用嘅咧款。嗱，看，這唔就笑啫。I still don't。哦，唔，這是講阿毛話嘅緊啊。這是喂頭毛款咯，我頂到時我係嘅咯，這個紅嘅。頭毛撲機頭毛款。我唔知，我唔知有邋遢，但我看我邋遢，我講話是。I still don't know which one I like more yet. 冇邋遢喎，冇邋遢喎，噗你冇出來。我好你看這張嗬，安裝應該冇，安裝應該真這邊啦。來，那哎呦，毛病，這是治康病嗬，康膠，好笑。唔對，which one？唔是，這Louis是多謝我這嚇。哎呦 my god， 我 Mabel， 我 niece， 我 niece 這是到 airport 嚇。哇，你看這邊，這就到咯。這裡到 airport 嚟位咯。哦，你看我頭毛，哎呦，我後生咧，好啦，使乜事？你後生哦，真知哦。盧啊，哦，我嚇，真係後生。我嘅毛病嘅嗰邊。哦，毛病喎。毛病，唔是毛病咩？外面個水喎，啦，使乜事嗬？當然冇水啊！個字，嗱個字啊！我再掉呢 ！Oh my god！ 得咯，係咪看？我錯冇，係咪 share？哦，難係啦，掉啦。啊，你看你頭毛攞只輕嘅嘛？佢你年代啊？係我每時自己加咋？幾年是。這 Porcupine head 蒼毛治康膠，哦呀，我 Apple 先嘅事。哦 ，My goodness， 你看到日本嚟個。這我唱過然後我 friend 教應，Michael 教應是咧The Bell 教應。嗱，這是有個咩？係咪嚟？人想死咪咯，就哦，嚇，是咯，咁死協嘅啊！嗰陣時安裝都成安尼寫之類嗬，變寶石嗬，我第二春嘛，我第二春，就是我第二春咧生就一隻毛病咯。這是我唱歌比賽時小英人叫我翕嘅。難咯，嗰陣時。Oh my god！ 你睇頭毛好啊，骨仔咁少。你冇有呢毛？你就係講因為骨仔往I mean like 撞到 at least 個 OK 啦，撞if let's say 是中華嚟講個解啦，I mean 撞到 at least 你頭毛佢留個等等個。中華嘛是俾吐露骨，成 prison haircut 就掉啦。Oh my god！ แล้ว佢เอา都是因為被留啲毛唔肯留長毛嘛，所以that's why 個未使染頭毛了，所以都個會 fashion 嘅，係。對，佢陣時都在，佢陣時嘛是真係Japanese hairstyle 啦，真係染頭毛一大堆嘛，所以that's why 貴了，用我貴都是真係 self discovery phase 咯，對嘛，你話講佢隻頭毛適合自己嘛，所以我去到。對，แล้วขี่到一間嘅แล้ว人聽講真好啦，面嚟到 Queen Stud Mall 啦。แล้ว佢有一間到對面真大間 ，and then quite 貴嘅。I mean 嚟，佢陣時價可成是啊個本俾90塊。ringgit 啊。ringgit 90塊。你是幾年呀？攞錢嘅呢？你是
啥时啊攞清嘢嘅，攞冇按照我想話，我畢業是攞清，冇啦，攞清啊個攞清甩呢，哦，可以攞清甩攞清雪呢，對，然後佢又咪是去咯，去對面，and then 伊係咧 hairdresser 嘅啦，佢平何時伊係手啲手是俾錄 product 呢，你知喎，然後假如講是 rate to product 咯，叫 rate to。我係講，I mean 係好啦，product，但係是佢陣時是student 是 quite 貴啦，然後成日講，哎呀，唔見 maybe 我上線嘢，然後去買咯，買你 product 咧，佢又一嚿啊，然後你看下你影啊，你睇隨緣，你看嘛是你撈啊累咯掉，唔是講撈啊累啦，是講你搞推銷嘅正面咯，然後叫我做一個 bump，叫你zigzag bump 係咩啊？安怎我要看小英？哎呀，我冇，陣時我冇下你小英，我冇來unfortunately 我冇翕到你小英，然後咪是做 zigzag bump 好啊咯，然後又好，陣時我做出來時候，我講你講，你喺度講咯，你做啦你頭毛，你 bump 你頭毛太，所以就所以你用隻 product 用你做下面啲 product，แล้วว่าใครกันแล้วถ้า自己好，我開啊個。係你泵好100幾塊都制喎，100幾塊，แล้วก็แกะกาหม้อ100幾塊，แล้วก็แกะ product จะอะไรแล้ว product ก็จะเลย shampoo แล้วก็ moisturizer มีกี่ตัวตัวว่าไปขายกับ400塊都制喎，10倍 treatment 啊400塊 as a student，แล้ว就少啦，แล้ว時候講 OK maybe 我哋講我做過又是 OK 啦，乜嘢制，แล้ว我咪是學人潮咯，咪是學 friend 潮啦，講哎呀，這是路 feel big head 頭毛。一成個吹吹呢嚇，一點了。冇一成個 zigzag，然後你頭毛比較說 zigzag 咧，我嗬，伊會長長啊，你看咯。freeze 起來 ，freeze 起來。你就一成個下面就一成個加工嘅手，你看 zigzag 嚇，你看咧，比較說我幫我做過，我 after form 5嗰時。我就漸漸剃頭我嘅頭毛了，又嚟做王菲啊！你看嘛，你看嘛，然後哇，我教你看你頭毛咧，我讀 design 嘅 school 哦，所以嘛真正之類咯，啲頭毛啊，你看爆炸，你電本啊？看起來是，我電本，我電啊！我去做碟哦，我去做離子湯嗰種，離子湯啊，有一幫嘅，頭毛個，你看滴滴嘅頭毛嘅了，嗰種，離子是白嚇。冇離子 ionic burn 啊，係咪鬼？แล้วอี頭毛係變跌嘅，跌แล้ว哦，แล้วรูปแบบ我只捌聽過一是叫做紙板墊，我聽到紙板墊，我們成個是白係 straightening 白。last time 係叫做離子湯，所以一般都跌跌อันนั้น款嘅，แล้ว我暫時我長頭毛嘅，長嘅อันนั้น款。等下嚟一邊，那就等嘅，แล้ว嗬，你看起來啦，嗬，我 because 我面嘅時候，你認唔出講我是大波嘅。哦。แล้ว我是你看我嘅面，錄小英哦，就是，你吹看小英喎，我就是啲吹咯，成個是冇咯。你吹就你個吹看啫，嗱，嗰我看我細漢嘅時，我細漢時頭毛。我哋頭毛quite舊嘅咯，薄脆，是個冇像哦。喂，頭毛滴，嗱，你即係較大漢淡薄啊，嗱，我頭毛，哎呦，即係薄脆啊，你見啊邊？係胖嘅啊，你頭毛係胖嘅。啊，你怎麼說？一個了上靚嘅數，所以你自己頭毛概念帶緊。嚇，我係知成個係你啊，你淡妹嘅啊。time 都係你帶。嚇，對。你買頭毛咪想，我買我姨母嘅頭毛。我哥嘅頭毛，淡薄上加即係當今啊，即係德國買嘅頭毛。哦，呀，水啊！你講德國買啊，一大從嘟嘅是頭毛地地啊，我未 imagine 咯。即係話？有咯。我唔知估啊！你小英我去吹一個嚟可能。我手機嘅牌，我手機。係啦，就是美國一種叫你 obsess。對。介紹隻阿摩騰啊。嗱，嗰隻。哎呦，做馬殺！我這頭毛喲，成個榴蓮嘅咧。這是我嘅長毛是，特別長毛是，你看。
喲，我頭毛嘅 hairstyle 咁鬼古本啊，我嘅 hairstyle。哎呀，死這別使，這我硬嘅，別使。係冇清晒啊！冇啦，實在嗱，我頭呢成個啊種嘅 part 部 challenging is 一部泥頭毛呢，一下面種嘅頭毛加頂到我泥，特別我冇 bleach。highlight。我頂到我是泥是你成個你 nice and easy 一白嘅，你可能自己做。brown 加 decent 嘅 color。แล้วก็ลำเนี่ย紫梅啊、冰啊、藍啊、青啊。แล้วก็頂到我。Hello。Oh my god！面試字眼有冇？是哦。Panda啦，ikut做 Halloween 呢 ，Panda 啦。你成日係講啊，你用係 TikTok 嘅啊，แล้วเดี๋ยว做係做牆嘅啊。哦，A邊啊？A邊嘅牆。真係我看，個這個，我係白呢，我係 roll 緊，你知道？我只，你看我手係白呢。US 嘅安尼款嘅嘛？嗱哈，爸爸。但是你把就冚呢？因為我清爸爸魔術。冚。嗱，我是唔是？就是愛困呢？我是唔是？我成日即係菲律賓嘅機哦。菲律賓嘅機。冇得講呢。成日咩？做 Anna。媽媽生。做 Anna。上期即係頂到嘅。就是做 Anna。誒，啷在這點到底咧？你係做 Anna。啊咧，嚇對，即係樣叫咩啊？係咪要帶啊？你啊？誒，叫咩啊？你咪講啊？Asian 啊，Asian 要帶啊？咩叫咩啫 ？Asian Squad。嚇 ？Asian Squad 呀？冇，係 Instagram 就出名係Instagram 啊。即係叫咩 Asian 要帶啊？什麼嚇？這條小影就出到啲下邊個 Asian Squad。Asians never die 啊！Asians never die 嚇對，嚇對。即係你不看伊 fit 啊，有這條小影過到啲下邊。Asians never die。哦是啊。你有 fit 啦？哦，好笑。哈！哎呦，我小影。Asian Squad。這是較新了咧，這是慢慢話會留較長啊毛。這類 hairstyle 也是。是，這 actually 這 hairstyle 是較應該。特別這類嚇對，特別我當今嘅 hairstyle 是對應maintain了，如果說 manage 上架。Oh, I see. 對啦 ，because 伊有係嚟 fit。我姑姑加一刀，但是我愛加時，往時我 trim 正邊，往時正我細本愛生出來，แล้ว我當然個有隻白毛啊，但我白毛啊，伊嘅 texture 無相加，我係白你頭毛嘅咋，伊種狀有白毛正啊，比如話你白毛，我你是唔是白毛？伊是當響伊自己咧，你看下人看，我邊一定讓人家看到啫。特別我學起來是看到嗰個字，特別 camera sometimes 冇咩看出 ，FaceTime 嘅時就係 camera 我時都看到，伊是成個 highlight 呢，伊成個 highlight 你看呢。特別嗱，我這邊細本來看到細本較濟。哦，係細本。白正，特別白毛無毛我未得閒，白毛我佢得閒。You mean 綠頭毛呀？你講？你感覺有毛定冇毛？對，冇毛，我感覺白毛過冇毛。even though 我白毛冇你本好，我不 OK。我頭是冇咩關係，特別我真正冇暑假。但是講人講做咩事你買你有人會話，伊講你嘅頭毛做咩事買你安尼白，你就冇嗰隻字啦，一條。in person 你 in person 你看到個字，一條。人每一做咩事都買你啲白毛，我冇暑假，你嗬，一生出來是一紮呢，我冇暑假。
耶，你在冇嘅，所以你就打雜嘅。就是我買，如果咁麻煩，你再想啊，你十大季節就俾燒掉，唔是大季節，你幾那禮拜都燒掉 ，because 係實生出嚟啊嘛。然後我 feel 到佢哋整 take up 就係我嘅 mental space，所以我買呢咯。但係 actually 你阿 John 你嘅頭我冇嗰隻字白冇。啊，那有啦，特別看冇咩出 ，online 看未出，攞 in person 就快啲啊。冇啦，特別係隔了病個 OK，就我高咯，淡薄嘅時間近講，但冇你好講。我高嗰時隔了病，我高是按櫃頭白嘅了。諗下看個我高嘅病冇？我看個我吹掉我高嘅時候，可能看過水。等我吹下我高嘅小影。我俾你白，你高嘅白毛，你高白毛冇想等人嘅白毛咋？你是阿毛嘅白毛啊？白毛像阿毛，伊是 grey 的，because 我等人白毛嗬，一旦樹上夾微淡薄嘅嘛。有咩？微是綠嘅啦。No，yang nang誒，成個你其實你 mother 啊，其實你 grandma 白毛是，伊 color 唔是成個阿毛 grey 的，其實所以咱叫白，伊得咱淡薄然後白，嗱，你即點會看到我白毛啊？看到我白毛啊，就是哦。啊，嗱我高誒。我以為你係 silver fox 呢。特別伊人頭尾，你頭毛都係做，頭尾頭毛都係做，你你 coloring 得咯。我覺得玫瑰綠嘛，你個是是做嘅頭毛 ，because 伊無像等人嘅白嘅毛，伊 grey。That is what I thought is he dyed his hair。少，我睇，then 個有你。成個當見德國妹，你家頭毛你去德國hair stylist 會叫人咗假咯，按咗order 你頭毛。我把你當正本是去本是去 Japanese hair stylist 㗎，然後特別唔是多我唔是多我係啲啦是多 Frankfurt，所以所以我特過過嗬。on one Saturday 是就即 train 過去㗎。哦，哇！係啊，你上邊條路徑嘅係咩？我是看到我屬個愛物件嗬，我就 print 出來咧，佢我就解講我愛你看啲物件。你別 brave 啦，別解講你愛物件，咪拍死。แล้วจะอาตักแล้วบ่จะเดี๋ยวอาตัก講อาตัก你電頭毛電頭，你夾頭毛時你個按照 order。我I think 有講過啊，我早係是夾短頭毛嘅，because 我未留長頭毛嘅，我早係細漢時嚇，แต่頭毛長淡薄。你未打鼾呀？我唔知咩事，我係看病嘅。哦，真奇怪嘅大事，真奇怪嘅，真怪怪嘅。講到長頭毛，我哋講夾短嘢嗰度，我哋攞短嗰隻短，都不如這裡是做。隨咗長啊啦，有時你頂面個較長啊。The hairstylist 佢就啲留淡薄頭毛就特定。你 style 當你冇 style normally 出門每人看，還是你 hand 成個 product hair product。分段。冇啦，安尼看就你 style 啦，安尼。長 A 出來切單就係安尼看啦。對。哦。咁應啊。maybe 去 social event 啊。maybe 下就嚟。hair gel 咯，俾料咯 hair gel。hair gel 係按怎做咧？掃起啊，成咗。我哋要啲掃過one side 咯。哦，掃one side。掃one side。OK。簡單咯，簡單。雜波咧？雜波係你？博咁啲毛，你按怎 order 嘅頭毛？我係 hairstyle actually 冇 change 嘅隻字，先至話執呢啲嘢咧。哦。所以我有 natural 嘅。because 我有一個叫咩啊 ，widow speak 啊。哦，尖嚇。所以我係 hairstyle 嘅。即係無愛 fringe，and 個 fringe 係嚟等你試下個度了，會成 pimple 潛落目睭啊，所以我先我細漢我無愛 fringe，actually 我細漢嗰時冇無熟嘅 fringe，特別我係買幾隻家雜我 fringe 咁係出邊啊。哦，叫成個 China doll 咧。
有一集會啊，我嗰時我就冇 print 啊，我講有時人哋頭毛，有時你啊，如果所謂頭毛嗰時，只教下都冇你嚟講，所以一條架只舊啊，一隻 thick，因為是 so layer to lighten 你啦，成個磨咧遮磨啦，這邊。你膜是屬於卡菜膜啊？上面你還是油個膠白？我看啲 texture 成日冇講就菜。人講前日快特別正濟，一拔咯，一隻拔，只拔特別前日油，一直掉是啫，特別到 double wave 嘛，所以 wave 是 natural 嚟，所以我唔知 actually 是咪係，แล้ว我是往時 change 是 either look at it，誒會我加嚟成個尖咧，尖。但係 change 嘅時候咧，冇講 change 成日滯，有一擺我加嚟 undercut， 你就係 undercut 啦，特別後邊你看別啲，特別是佢做，人講做係你 undercut 咧，你冇本咧教了佢領嘅呢。對，我 undercut is because 啊，我係頭毛一等一小等能半年嚇，一啲會係 pass 格，一裏邊，你是唔是 Q？ 冇一 pass 格。唔知啦 ，maybe 是 Q 嗰陣咩，特別啲裏邊一啲會係 pass 嘅，所以話 undercut 咧 ，actually quite nice，特別 undercut 被 last long 咧，都掉點 key 哦，等下就 key 呀嚇，我想錄隻個 picture，誒個未 share screen，你 share 我是 chat 啊 ，OK， 冇 iMessage， 我 try chat นู่น未，我 iMessage 就得咯嚇，我 iMessage 就得咯，唔知，OK， 佢哋，可以 check 下你看。我教佢驚，佢從 baby 教我當劍，佢阿妹碰碰。你就我教係嘛？我看二爸爸教。我成日嘛成呢。水啊！我教佢。別拍我。professional 咧。水。你是教死人。你驚係冇嘅劍。伊頭冇嘅劍。係你阿妹地 brown 咧，要係你 shape 一頭毛都話有 T 個話 skin 嘅會有個，你攞都 change 個啦，都 change。你是用你是用大號落細號還是細號落幾大號？我冇啦，大號聲啦，都教個了，可以個了 even 了，係時個嚟做細。我看頭毛店嘅人，一是 start 細號嘅就，有時 start 地哈，我驚，我第一驚就是講，佢哋哎呦一頭剃啊，地嘢我改啊，我是大號慢慢落，我以為我都未教。見那個有啊有。我除掉我係小英啦。嚟，安怎都冇嘢都。安姐，我 share 嘅。OK。這裡呢是2001年哇！你又冇水啊？嚇咯，我感覺嚇咯。少年嗰陣時，然後你就去點咯，這裡是點大波大卷嘅大卷，所以大波浪一成個 wavy 嘅款嘅。呢隻跟大邊？你而家十個邊，依十個邊。finger wave。然後有咧就是個有一張咧就是做離子湯了嘅，嗱，即個，所以頭毛是跌嘅。你本正頭毛翹嘅咩？我本正頭毛冇翹嘅。你是頂到 from 電會仲係跌。對。未怪嘛拍嘅啦，好冇。然後嗰時電了。maybe 幾個月一個就跌，然後個就換白嚟掃嚟款咯，做批氣然後開咗這類哦，即係安尼款做跌，到咪是百幾塊。即係咧零天是得落嘅啫，阿冇作嘅。即係是到 Manchester。等我冇，我只少有等，我冇等嘅到呢地等，是舊價差唔多而一啲淡薄嘅可能啦等。我唔知有效應。OK 啊，你特別 share，你特別係到對你個記。OK，你啊 ，because 啊，嗰陣時也是，你知我一落來，我真係個留長頭毛嘅，所以我是真正想愛留長頭毛嘅。你等於你嗰個話你摸起係是你拔起來，我拔起來。
你偷嚟偷啊？你 because 偷你都當然搞到等啊。當金呢 because 伊是當金嗬。last time 嘅頭毛是跌嘅嘛，咪擼嘅嗬，老啊翹去，一個機，有一個影嘅，翹去嘅喎，嚇，然後咪擼是。哦，誒你頭毛嗰時教可後背？後背是教，特別頭前冇咯。你嗰時你是清朝？我頭先同你講啦嘛，清朝咧嘛。當然啦，誒我看就係清朝嘅，喺頭前一地。唔太快，太快。哦。Baby 話我想特別我想個 George Michael Boy George， 誒，Baby 話你頭前換冇上嘅 style，還是你 usually 穿一個？我穿一個呢，特別 actually 是有會使買冇上。因為是講你戴本啊，你後尾戴型啊，我看你特別你在 TikTok 就這咧換毛啊，穿到啲衫，然後換毛啊，嘿，做只水啊，當叫 hairstyle。對啊。我你後尾毛就長咯，我唔知講安尼長咯，你後尾毛長。哦，即係嗰時curl嘅喎，你嗱時講 natural 嘅 curl 啊，是你 keep 點？冇一個見 natural，嗱時講一跌嚟講就只長啊，哇！嗱時講我嗰陣做嘅手離子湯嘅就只跌啦，你係去做？我俾去做，咩啦？做啦，冇毛做咧，係咪咯？即係actually 話一條毛嘅水啊。水毛你條毛，你唔要去頭前可以做較長淡薄。頭前可以同翹。係較長啊，可以接落去你後尾咯，接落去你後尾毛。嗰時講頭前嘅邊啊？係頭前嘅。頭前嘅阿崩。頭前嘅 wig 嘅長啊。較長嘅，所以係 blend 住佢啲毛。哦，會使。你 try 我嚟殺水本啊！所以 last time 時我同你講我坐飛機嘅時候喎，係你空姐啊，嗬，一來講呢就是叫我 Michelle 嘅，我就講我 even 都你怎麼變？特別你知哦，我嘅聲本時人哋講嘅話，我嘅聲嗬，伊安怎攞嘅 tone 本好啦，一般是雜波聲，就是雜波聲咧，冇辦法咧。我本想啦。我們特擺我是在電話時，唔好叫啊，man。未啦，當然冇啦。叮當時就較有，做咩是當然冇鬧啊？講個話，我人電話就我講 P 咯。係咪住講咩？講下咩？未使講。都係用丹田。我係用丹田。我冇理由啦，大家只講我用丹田嘅嘛，因為係丹田係，我是係咪是丹田？你成講，哎呀，我上面講，我是有咩 start 嘅？丹田是 low voice 啊，冇丹田是用你叫咩 diaphragm，所以我即係朋友拍曲啊，講話成日就 hello。แล้วว่ากันก็ว่าคิดปารีสสิหอปุ่นสีกันแล้วเกี่ยวว่าแมดเมย์อ๋อแล้วมาสอกกันแล้วรอดจิตาวอันนี้ก็มาจะตึงกันได้เหรอมาไก่บัวหาเกี่ยวตึง就แมดเมย์อันนี้ก็อ่อนแล้ว一叫到แมดเมย์สิลูก我要考慮咩的？誒，你看，咱看看微微話，你做呢些做錯看會做掉。我第一錯就是人哋款咧，第一錯就是人哋款咧，第一屆就是人哋款咧。你 Q 你 Q 你腦力看，係多啦，你 Q 啊，較關嘅。我同你講下。特別嗬，我同你講，你陣時講我上鏡啦，我嘅聲上鏡嗬，我會變冇聲氣。哦，對，我本上春香咧，對，春香就冇聲。我是特巴里路啦。啊，你上面別使講。我是大波聲啊。哦，嚇，對，你上。我記我覺得我有 piano 啊，你我記。一個 Mr. 冇，other than that 我如去嘅 Royal 嘅 piano school 時候，伊有一個把是 call 你嘅 tone 嘅聲嘛。你就 repeat 一下，就拍。
我特 because 伊特拍係起學習慣嘅學查某嘅，我特 fail 嘅。tapi lu men 你使唱一哦特別別，咪你特別唱一 pitch。我特愛講 one octave down。哦哈哈哈，你講啊，because man voice。講我是大波，唔是 man， 我是大波囡仔嘅聲。I have boy voice。大波囡仔嘅聲。但係所以我有一幫嘅時候，我冇提我唱，所以有人感覺就講，哇！這就冇按調唱。冇是啦，就是愛老唱咧，個嚟可能，個嚟再講是你是大波。呀，你看，特別嗬，能夠感覺就講邋遢咯，嗱是講冇。Anti-man。派聽個死。Anti-man。我嘅 nickname 叫做 Anti-man。伊唔是大波，看迄頭腦大波，因為是伊一個囡仔哦，我 neighbor 啊，伊特別我伊就是個尖嘅裂來尖伊面嚟咧，伊 man 你嘅 man 嘅囡仔嘅 man 就變咗 anti-man 去。我覺man 是咩 ？man 唔係伊講成日講 man kiss 話，伊袂曉講埋啊，是講埋 man 嚟講，所以咁變咗 anti-man。啊，必有查某有 PCOS 係咪是有？對嚇，對有唱嚇，有咪使？即係有隻尤其是成個係Middle Eastern 嘅查某啊。加印度你不樣成有咪使嚇？有嚇 Frida Kahlo 冇嚇 Frida Kahlo 個咪使個有 unibrow 執啦啊是咩？誒我你人捌加地頭毛是地？有啊我度呢位係加過款啊，成個係你啦，地啦，鐵路菇就係講啦，ทัดแฉะนะสี啊嚇，ทัดแฉะ成個嚇，係咪紅？3號對咕嚕啊！我係3G1嘅。3G1，我唔知我落坐啊，特別你知有一年有一檔時就是咁樣90幾年尾90年幾年頭嘅時，我樣叫做 flat top 嘅，知啊？哦 yes，我不加到啊你啊，我係到時你看你。Fido 啊對，對。我不加佢咯。Fido 誒，哦，係你頭毛啊？我不加佢本，特別我對頭毛無說，因為我係後背隻扁，我係頭隻扁嘅數，所以我未加地毛嘅。對頭毛無水，我講人你未加鐵路股對頭毛嚟講，你型就比較水。冇你面上長本冇咪黑地頭毛嘅，是哦。但做個那個長下，哦，我面就只長，我呢度白啊，當劍，我係呢白。我腳路我冇打，我踢冇打。哦，我係記都冇打，你腳到都係好啊，我知嘛。我知。OK，哇，水咯，阿咪，hello，我嚟看。即係微微我看就老耐，佢只個 man 嘅。阿咪笑。啊，等我看。你隻股啊，20這條是20。特別你較長個有嘛？你有啥生出來，但冇較榴蓮頭是不？這個是白露，我是提價個料啊，แล้ว季節個款成個有。fresh 啊，這是白露個 freshly 甜啦。呀，係啊，季節啊啦，應該真耐3次啦。這係幾好諗叮叮叮！哇！嗱，你睇，我聽你話就我就知啊。哇！成日熱成日你台灣冰成啊，你看。成個阿咪嘅，啊，成個冰頭。伊個 head shape 水啊。你吹。面上長嘅人無害。面上長啦，成日白面嚇。我邊長啊，我邊冇 balance 少。你面上長啊，你加了哦，你變到成日係你再講有時出，你骨質有時你係要 cone head。
對，你誇張漸漸啊，就語咧，漸漸咧，哦，對，tapi 即係攏捌看過，無想係攏 feel 得到隻 hairstyle 客話，是咪大媽嚟填邊啊了？係咧 hairstyle。有一個我感覺你第一道誒。多謝啲。伊是會邊有飛，特別伊面頂怪胖誒。我實大媽咱看到啦。我唔知道一個，你幾是咯，我大你講有一道有一個 period，但是你頭毛是這邊較低了，特別你解咯，點到解咧。對，點就蠻低。Because 你邊樣係 fit 啊，你點叫去 trim 嘅。是慢年呢，就嚟就等咧。要等咧。頭底上加芝加哥嚟邊啊？安尼看淡薄嗬，就邊啊，芝加哥嚟就邊啊，吸起來淡薄誒。得嚟。你開到對波劍啲講嘅啦，係波劍啲講嘅咧，一頭頂頭上坡上加就邊啊，係啊，上加芝加哥嚟。Number 2嘅你其實貓十嘅嘢，你一頭頭對是特別咧，頭整嘅吸起來淡薄啊。OK， 所以你差唔多係 slightly variation of that 啦。我 usually fresh cut 嘅時都是較胖嘅，實際點啊？會話我講到啲 stage 會嗬，你我等我something 啊，你講你未派看，我真係特別你講唔是啊，等我除我個邊邊，我除我個邊。我真除我個邊，有一個是應該是花劍啲講嘅，你穿嘅是隻 colourful 嘅 shirt， short sleeve，你就是多 stage 嘅。哦，多 stage 是咩？因為我真除我個邊咯，未記啊，到底。你係做但係裏邊咯。你 search 我個邊喎，個邊。伊無 assign 家己嘅名嘅邊，你特別 assign。啊，你對 assign。有 John 呢。等陣你是 iPhoto 上上面？photo，等我嚟看，即係安尼，即係我可以看到。即馬路嘅事，等去，較古嘅事 ，maybe 呢事嗬，本來安尼，呢，即邊啊，即若是我冇做嚟頭毛邊哦，嗱，即頭毛邊，呢，多謝。面試之類，唔是之類。渣個，即是I think 你穿嘅物件無相阮。白色嘅嗬，穿白物件嘅時候。啲白啊，我冇未記，我會記嗰啲形是真係 unique。I think 波劍啲講嘅是side view 嘅，嘢 big photo，and then 你穿佢。冇啦，你是第 number 2，係你是 tropical 嘅 shirt 咧。這樣啊，唔是，我有差啲。這是呢個咩 ？I think 是較早較少年嘅時候。呀啦，應該是較少年。是啊，安尼是。嗱，你看，嗱伊有啲你未拍呀？你算哪對吧？但係做我拉看嘅時候，嗰一個，伊無咧長，伊面頂無咧長。哦 ，OK， 無啦，可能伊掃伊無細個細嚇，係掃邊啊淡薄，伊細邊啊淡薄。哇！即係頭毛嘅管呀，對，咁大，小管都無水，咁大嘅頭毛，咁大嘅頭毛。你看嗱，這裡咯，你看嗱，這裡安尼是，這是我話你個 fresh cut 嘅，這未歹最好啊，這裡未歹，特別細咯。嚇，特別細，我特別細，特別係 spray 啊！隻頭毛，哇，對唔對？嗯，最講，我第頭毛就最講。哎呦，你看這是一嘴 ，I do， 這是南西後生。哦，未過係啦，太上一邊了。南西後生，太上一邊了 ，Oh my gosh！ 想現在播印出來。這個哪？這是你未歹啊！你 green 嘅 shirt 看，得咪？我知啊，這是我做工嘅 profile 嘅，做工嘅 profile。我唔水啊！這裡你新好？未歹。這裡如花，這是如花。不，這裡是佢哋 matchmaker 同佢哋木蘭嘅戲啦。這裡好。
哇，但嘅水呢 Kinky Boots 就係我去 Kinky 看。 Boots 嗱，即係這是嗱，即係個胖。呀，佢你啲上頭胖過頭啦嗱，今天都變得好見，你好 T 恤嘅事嗱，即係咪你話你先個，即係你冇明白係咯，嗰陣時都是個胖哦，特別上胖本上慣啦，全體拼啊，呀，一小拼一小高，一小個字，嗱，即係變得胖變得好好見落嘛，衣嘅事。即頭邊係有 is very good。即係 hairstyle，特別我同你講啦，係 maintenance，我係係即係我咁話講，係咪即係硬嘅？即係嗱，即係 OK 嘛？即係你冇得管。嗱，即係變得好見嘅效應咯，即係了。即係最 good 啊！話 fit 水哦，即係我怪謝日本，即係頭毛型啊，即出呢面。個 T 恤啊、襪褲啊就係酷啦嗬，啊，即係我會去，你 cap 好聊好咧。即係話冇得胖，我即係特特別別。冇得 shot。嗱，特別我上隻頭毛係邊一隻線嘅咯。我那是冇射啦，我那是冇射，意思係你好咯，落嚟哦。哦，即係 OK。所我就嗱，即係 OK 啦，冇射冇射，即係話是射嗰隻，哇，這個成個愛簽名會啊，你看，即係啦，即係水冇上百件呢。水哦，即係即係 Austin Powers 是 tricky。啊！我只目鏡，我叮當無老花嘅時候，我定換目鏡。哦，對，目鏡是 fashion 嚟嘅，原來。或者有超嘅，係啦。actually 有超本 OK 嘛 ，comment 淡薄咯。我感覺你double咧，是因為伊頭毛是伊超。嗱，伊超，這裡是假哦。只係超對頭啊！呢個就你有超嘅，個 OK 咋？即係你時候亂一啲超冇 T 水嘅時候，冇 mini，即係是冇 casual。係need a 超時間 OK。嗱，即係話是冇下咯，即係邊冇下。你冇關係看了啦，因為我冇關係看有超。你知我未打鼾係咪有超？係咪？我是夾帶嚇夾帶，然後我只是個轉呢，我叫哦，你嚟當喂，對啊，吹輪啊，就是咯。哎呦，你好，做緊喂吹轉，係教會呢，係咪叫教龜？教會係咩意思？教會啦。哦，劇咧嚇，我特別呢，我講咧嗬，你變做我吹斷正嘅啦，行氣嘅啦，我哋嘅我超動嘅呢。allergy 啊，你食啊？特別是白裝嘅手啦，when 你有超嘅時。嚇？我講你揾下路，你有白你有超嘅時，揾快下路。嗱，即係啦，冇上嚟帶。嗰另外一個單我咪話鬧是個鬧嗱。啊，即係咯，都啱咯，我咁講，你冇 shake 嘛？即係個 shake。你比賽，你超比賽，特別 trim 啊，特別 trim 未使那 bushy 啊。特別你成骨特別愛有淡薄 muscle 的落去，哇，這條水啊！我冇 muscle 啊，即係會使做戲。嗱，就是，反正 NSC 出去超怪是 catfish 啦，怪咩？ quite catfish。嗱，我 catfish。misleading 哦。我一直成日講，誒。哇！未睇嘛？嗰啲呢，那個多條人，哦，OK，啊 ，iPhone 嚟呢 ？iPhone，哇！嗰條短程淋沙，我鬧佢。這是我去嚟 block the star 啊，這是。我就係特別嗰個短程淋沙個嘅 iPhone 嚟，就嚟滿是藍色，有啲嘢有啲 black 啊。冇電相誒。Because 這是我 friend 協我誒，你做 Instagram 啊 Instagram 啊，點這樣好 post？
看出你 Instagram 嘅 post 噶啦。哇，點解咁新啊？你咪水咯，你情嚇，你講 phone 呢 ？Which one？有超呢啊？啊，嗱，你想嘅 end 到。這是 upper angle 係個新。別睇。你話知道新啊？你話我係積本嘅新啊？即係呢度下路喎，即係頭毛嘅這超。這是相模嚟，是長 H 來模。我就係特別一式嘅嚇。嗱，這裡 OK，普吉嘛。哎呀，冇去啊！走去了，啊，真冇去了！哎呀，我看到一條只水啊，就冇去啊。John on 嚇 ，click John on，落一啲嚇 ，click。嚇，即但我走去到路啊嚇，落去。No go back，你別使帶這裡哦，這下，這下。啊，一啲落啦，一啲。我冇去啊。冇去啊。你就帶咗 John on。先呀！冇啊！I think 我是 John 啊，成個時我係。冇來啊，唔是咩？嗱，這我落到等一啲，但我諗是看得到咯呀，得條，哦，這是 feature 嚟咋？這個股啊，哦，這 feature 唔是隔了啦，這未隔了誒，按照佢啦，這裡面是 library，但係哇，這個是幾時那是？這裡啊，這是啊，就細漢咯，你17歲，16、17歲是。啊，這回本只哇，佢暫時只慣咧嗬，攞接落嚟就是我接落嚟，我係喺到時點樣慣你媽都冇咁㗎咩？我接，特別我係。我見阿 John 咧慣咧。哦，你冇咩 expect 我係喺。你 actually 有慣下 John。我個超就一 almost 10超啦，個超就一出半。嗯。我試過這個毛，都冇慣。胖。這是我係 cousin， 我係 nephew 嘅啦。係咪 CNC？你好快啊，對 family。你 stylish 啊，嗰啲。冇啦，都好唔使上面，可你唔使切著上上面出來嘅數。哦，情緒衫。嗱，榴蓮。誒，但我看到一條無啊，咩咧數啊？我看到一條啊。陣間唔是一個 album 嘅位。是咯，唔是這個 album，這個是 feature 呢。你去到對 search bar 位。啊，你看我。然後你 click 第一類。就揾嚟寫 John on 20啊，6千。哦，你正啊，你看落去嚇，這個是別啦，這個嚇。Scroll down。It should be newest or 這些嘢。但我其實未小細，有超嘅事。有超，有超嘅嚇，嗱，搞咯。不多。你講有超冇超，嗱，這個不管啊。這是 LV 成頭。這裡成日係咪？正好差唔多。這條水嘛，即係淡薄超，白鹿嘅聲，白鹿嘅聲。但係白鏡都冇聲。嚇！我真係冇聲誒。你是 fashion 你係白鏡。我貴嘅拖，我特別是真係白鏡，特別我是做隻冇聲嘅 frame。Because 在冇 prescription 嘅嘛，唔是咩？哦 prescription 誒，我有嘅啊，你借咩都你借白鏡。你來Malaysia那時一刀就做隻借了。嗱，你係條青灰曬，等陣。呀，小可能呢邊小可能正咧呢邊。我唔使隻就未見到。隻就未見啊，隻胖胖嘅。我隻就未見到數。哦。等我看個有，你看，但我俾可能看曬，唔知係得一條，因為我到啲 private jet 嘅。Tropical shirt 咧，是個新嘅啊。哦 ，Tropical shirt 是新嘅 ，I think 2019嘅，你看了嚇。一定有 date 有個冇 date 喎。2019是啦嘛節，嚇，即係揾樣嘢係生嘅啫。啊，你去 try 樣嘢生嘅。2019是 before pandemic 哦。before pandemic，我有去翕迄個，我有就甲我去嚇，我都甲我去哦。哦，有些就看 master，什麼是 pandemic 哦 ？pre pandemic 嘅是。嗱，快啲啊！得咯。你食個 greenish steel 嘅 color，嗱，
即個啊？哦，即上濟衫，特別我點我買是到馬來西亞，特別說到轉去，我到啲馬來西亞會看到轉去，咁呀，可能就我吹掉看我有去迄個到啲 Himbasibo， 唔是 Himbasibo 是另外，我有到啲即個咪是胖，即個咧到啲 settlement 嚟。settlement 咧，等陣，咱馬路加，我會記得我去 Himbasibo 會翕相即個好，就是講安尼是這條好。I think 如果這個小英是 hit from the other direction。這個this one 啊 ，I think 你講嘅是這好。呀，嚟得對。即我冇咩寫，你看我頭我生啊，妹。就是山嘅事咩？生淡薄水嘛。嗰一個係國家 nice 定啲水，我唔記得伊是怎樣。嗱，我個吹到一條。你知唔知？這是喺幾時來阿 boy？明星嚟嘛？做嘢做戲。John 嘛唔知啊？你咪 John 係咪唔知啊 ？John Daniel。something like that，呢個是 John 嘅。對。你是阿拉沙人啊嘛？嗱，沙士嗬，阿拉沙人啊。應該是。嗱，我諗住係念個 B 咩？亦都可以唔知 hosting 係咪 something 即係 event 到啲St. Giles 是得咯。然後我都好到啲係咪念個 B 咩？我係明嘛，所以我要伊。然後我要伊出來嘅時，伊講 OK 來嘅時候，我講。你就係載我，你到底把佢出來嘛？然後我就叫伊來載我，指出載我嚇，是佢指出是等於做得咯，唔是到家就曬處。台灣嘛，我是我爸母condo 養過大個，所以就來係邊載我，然後去 Himbasibo 一隻。anyway 你講就頭毛型咧，你講家己當金我第世界嘅頭毛就是當金嘅頭毛咯，你講嘅。啷個自己多隻頭，你自己頭毛當金。我是查某嘅啦，Lombok。我看 profile picture 是 Lombok 啊，係你是 Lombok 衫。profile picture。我看唔到。多club口嚟嘅呀。呢。係啦。Lombok 衫。佢頭前有 fringe 喎。頭前是長嘅 fringe，但係上家喺 Korea 同見就成伊嚟 flip up 嘅啊，一長嘅伊是斜斜嘅 fringe，就 V shape 喺落嚟。แล้ววิวว่า咧你哋是改 hairstyle 定搞個當劍我較定搞個當劍啊我嗰時 prefer 我係做較誇張嘅咁做呢誇張成咗 set 頭毛較誇張嘅啦就是佢 sculpture 佢叫咩佢 pubic hair 啊 zigzag 咧嗬等人是叫做玉米湯嗰種玉米湯就是講一陣間加工超嘅超啊！呢個字你是叫做煙花湯，煙花叫做煙花湯，泡呢，泡出來呢。成個我知道佢哋名係一間講學緊話，你 YouTube 曬就出名嘅，就播一隻小小嘅，晶晶嘅頭毛嚇，晶嚇，我知道係煙花啦嚇。唔是Maggie頭毛咩？我幫我做過，嗰唔是 Maggie 伊是長長嘅，伊係長長長隻 Afro hair 啊？唔是，特別伊是叫做煙花。如果在伊是安怎哦？伊嗬，廿綠頭毛嗬，轉噶，未轉咧嗬，然後一夾起來咧，伊就實係要注意啊！你講得可以變下，你講哦。晶啊 ，OK， 我 cream hair 啦，係咧，即係晶，即係我就係晶。即係等你做下咩嘢？呢是 social， 即係做 advertisement 嚟，content creator。content creator 是咁樣 KOL。key opinion leaders
我的 business 都有。有可能嘅。就 influencer 呢對啦。influencer 啦 influencer 唔是 KOL 啦，唔是咩？What's the difference 啊 ？KOL 咪是 influencer 唔是啊？influencer 是真係好 influencer 料嘅 influencer 加是 KOL，冇特特 Actually 我同你講 KOL KOL 係唔在大陸嚟嘅，所以呢是 marketing 嘅 terminology 嚟。啦，就比如講阿莫國家 KOL 伊人冇講嘅，所以伊人是用 influencer。influencer 有無上 great 本啊？我是 LOL。我是，咱講笑啊，同埋講我是 LMAO，講我教你我第等嘅談我教，但係我諗看我第啊，我第等嘅，你第等嘅咧？你 pandemic 啊？哦，水本，冇我感覺冇水該看看嘅，等咯，我看來看。梗係近講咁啦 ，OK，maybe 等一個人看到架啦，我感覺我係頭先錄等我就除咗隻，錄毛係，你 feel 到錄毛，可能較應錄本啦，應該對，要較應錄。冇啦，一錄一條就俾看就加三條咧。特別冇你毛本較應錄啦，應該較應錄，伊就會等。有個較應看到本。嚟叮，嗱，等陣就對。哇！係啊，梗係像佢哋明星咯，我哋叫做雙座中國嘅明星。嗰一個嚇，嗰一個啊？雙，冇講嗰一個。我多謝明星，我成日都講嗰一條。I don't know，現在日本雙座，伊叫做雙座。雙座啊 ，face left 啊 ，Native American 嘅呢喎。啊，maybe。伊名叫做雙座。雙座成日登 face left 呢？哎呦，我表堂雙座。他做啥？很啊，向左那 spell， 向左啦 spell 咩？拼音啊，拼音。等陣我 share 下你看。按得拍你字啊 ，spell 咩 Mandarin？是唔是有那麼像？像啦，像。有一等頭毛是差唔多咁寫嘅款啊。等陣看。喂，第一等嘅頭毛啊，阿 John 我喺度看。哪一等頭毛係？哪一等頭毛係？是不是差唔多係像？即係等陣我俾看。我時間你冇面相。我感覺特別，我看伊長頭毛啊，伊a lot of Japanese famous 嘅人長頭毛啊，咁像哦，學佢家入邊。對，我講到學佢家老長頭毛 ，because 伊 feature quite deep 嘅，so that's why yeah so that's why 有一個。我隻人前話想Vietnamese 寫是講梅話，是唔是 Vietnamese 寫？對咯 ，Vietnamese 邊，對，Vietnamese。然後 Cambodia 想 Cambodia 嘅隻有幾橋南梅話就幾耐，啊，我是唔是 Cambodia 人？我是高人。你是邊是牛人？然後個唔是，特別唔是啊，牛人。我係馬，可能有淡薄牛人。阿咗你有問你講你是 Korean，你問一個 before plastic surgery 還是 after plastic surgery 嘅？所以我是上我讀啲 college 時，我係住對面有 Korean 嘛，樣即係看到我就問我I mean 派因為冇講 directly 問啦，樣問我 Are you Korean 就就 make sure 啫都這杯機係本身係 Korean， 我可能是揾頭毛。好啦，single eyelid 嘅字就講single eyelid 嘅字講 Korean 對。At least 我佢成 Asian 咯，我知道可能講 Mexican 嘅。哇，等我你望。我第一到去日本嘅時冇人知道我是日本人，那時我第一頭毛了個你淡薄。哇，即係等我，即係上個係咧Little Mermaid，看隻。八歲卡吹。哇！你們是笨人點想？哇！Pocahontas 啊 ！Pocahontas，我做咗嘢，我加。我冇咁加近可呢，我舊加鏡頭嗰隻近可了。你咪寫是咪寫？哇！你嗰度叫人家你講你寫我寫定完你寫第一。你想得着字？本來你點寫不寫？就是咯。本來你點寫？這是本來咩事啊？我們 grow 就快。
Yes, before pandemic already 等了。那 pandemic 也是變個國家等。冇結架，愈來愈長。佢只蚊俾正小心。冇啦，just 係。變啦，我諗佢有個只tie a bun 嘅啦。對 clip 係。即你去食攞時食少係燒到。伊會使拍迄個大魚啊，你知嗰啲大魚啊，嚇！你有一禮拜咧，一轉頭咧，伊就變咗你轉。這是可能雲昂嘅事你見過。拍廣告嘅你上股嘅廣告。你有 try 拍隻節目上係，你等都咪做。我想 break OK， 要做啦，我不要繼續做。拜，V 娃娃，拜拜。做咩成走啊？我未繼續做，我喺度做學樓，就俾我繼續做，我咁繼續。我係困啊 ，OK， 拜拜，V 娃娃。我俾講，當時係你嗰邊咧，冇去過吉林亞嘅點搭探冇？我聽個大漢嚇。是，然後就手臂比較食細漢嘅時候，以為係一塊棒喺嘅手嗰邊，係一塊棒，然後見到坐到面頂，然後我第一步是講食驚，見到就是伊特別用佢哋剃刀頭，伊夾咧伊磨嘅時候，然後夾佢擴大就擴大咧嚇，擴大嚇，佢配嘅大，色，對。你即係店內面嗰啲有幾條靠大條，對，邊啊？上嘅嗬，嗰啲印第安嘅爸爸，one thing 我冇搞到是嗬，轉呢頭轉呢頭。哦，你是講一橋呢頭，一夾呢橋呢橋呢頭，還是嗰啲 massage？冇一橋呢頭 ，I mean like if let's say 你冇這部是點？原來路，兩隻頭咯。啊，只錯咯。And then กูwhen 一靠嘅時，即係說，但係擺我冇咁樣嘅，就是靠咧，靠啲位背。硬係，一陣硬啊！你 sensitive 嘅成係 key 膜啊，你係。because sometimes 伊冇夠耐。伊冇夠耐，所以特別靠袋識同埋嚟哦。未講是只嚟。because 當時 because why 咯？伊係你表本時一直在玩，伊表上久了吼，伊切，伊無迄個無咧錯啊，伊無迄個 friction 了啊，了伊所無掉就多。特別你講嘅有影即個我記得講嘅吼，我第一世界啦，咱去即個印度人嘅即個甲頭毛店嘅吼，就是伊嘅伊迄個幾樣項物件，我第時間是伊教伊哦，伊幫成個伊 handle 伊爸爸嘅隻吼，伊 handle 是好你一地然後翻起去，然後伊摕一地幫好你較懸嘛，伊較 raise up 咧，伊個加掉你頭誒，所以即係只懸只爽誒。另外一個就是伊轉水嘅物件呢，伊一個扎里坑好你下住伊個咧撥ปั๊嘅水嘅吼，我轉呢，佢想嘅我爸爸只趣味誒，我可以記伊名，我爸爸名我可以記過，咪就我未記啊。Gunalan 哦，Gunalan 是喂，你嗰陣基本上見我冇特登記實嘅。哦，我其實自己你樣，我細漢去到一定到一半唔知3刀還是2刀3刀，我個隊就是記去。我爸特別 ，because 你知我爸關時間，伊去明明解講嘅係啥，我爸嘅係啥真係 unique 嘅，伊是只底特別一洗用 brush 洗啊時候，伊摸只底特別薄只搭伊個頭嘅位。咁就點樣你看到你小，我以前食 gloss 啊，哈，以前食 gloss 冇徛起來嘅毛誒，伊係只黏，伊頭毛甲薄嗬。哇對，伊特別唔知是薄還是。我要做甲貼甲了特別咯 ，because 你毛整冇上啦，你毛誒style，等我你看我係包夠加。老啊，本是安尼看你 hairstyle 個，但係伊 only 只 last few years 是少咧，because 時我隨到我爸先看到伊個刮擦手，我隨名你佢哋 most recent 嘅，等我你看有較舊嘅時候，我你看定刀嘅小英啊，伊個毛是即 OK 一笪
哎呀，普吉马达，哎呦，真係，喂，再得嘞，我整，了，你看到我擺毛，佢哋得大，伊是有射迄邊啊，是咁樣？要射迄邊啊，哦 ，OK。แล้วอีเบี้ยวกาอีหลังน่ะ这个น่ะ等我看อีเบี้ยวกาหลัง咧อีตัวเบี้ยอีตัว长น่ะอีน่ะ少年的时ตัว呢就少年时较寂寞啦较长淡薄啦这是我八婆啊伊會 style 藝術家咧你會 style 一段時間安尼啊時候一邊做想看哪的算哎呀這個唔快掉 maybe 啲啦我講嘅頭冇咪先咧但係呢隻字啦，呢隻字啦，嗱，你看到伊個係看到，係咯，伊後尾寫來，你意思寫去頭整呀，嚇寫係頭整，佢一 slightly 其實冇伊一邊啊 one side，伊咪翹咪蓬嘅咧，嚇伊咪長呢嚟，我 try 看嗱，當去另一點，係水嘅，哇！伊曬唔係水一架啦。ลองคิดกันนะกลิ่งอ่ะเตรียมอีหาลูกบัวจะได้ครีมมี่เกี่ยวกับโรครีมอยู่มันกลิ่งอ่ะเตรียมละตลอดจริงๆมาสิทางกับบลูครีมจะชุบมีอ่ะมาบลูครีมไอ้ชื่อว่าบูสกายอยู่อ่ะบูสกายอยู่อันนั้นว่าบูสกายอีบี我冇บูสกายอีบี我是假 baby 我是關係啊你有冇記得อีบีนี่我是 associate to 喺你學堂嘅時候我係同學嘅แล้ว流慣บี因為ยัง話 program 要去學堂嘅時候，你在幫我嘅時流慣呢，要夾呢，鼻到你鼻啊，我被打喊咯。邊啲啊？咯，我明白。我唔係鼻，你我聽到細漢時我是話你 Vitalis 叫做 Vitalis 唔是 Gatsby 啊？冇，我把 Vitalis 啷在，伊是成個 alcohol 特別注嘅，伊唔是 cream 嘅。啊，對。哈。特別伊鼻本怪重本嘅，伊鼻本怪重。是成個 spray 安尼嗬？伊成個人個腦呢倒出來。啊，對，我冇看過呀。咁我當然個有。hair tonic，哈 hair tonic 啊，即係，呢特別冇咩香啊啦，即聽到我伊水較甘性嘅，你看你成個是，還是伊 bottle 哈，嗱安尼哈。特別個無講真正上，伊零嘅呢就我是講，然後無愛頭毛一定一成個garing嘅呢，切知道？你懂咧？伊實定一個，你是下啊？你啊，你個射個你膊頭咯。哎呦 ，rebonding แล้ว嚇阿德咧，阿德你自己是個頭毛，你 hairstyle。baru baruเป็นสามองไปห้องเป็นยังไง當劍是你哋是解頭啊？ห้องเป็นว่าจะอีจะเนี่ย你驚你咪驚我你吹嘢 sorry ว่าbecause ว่าเสร็จทำหมอ本是จะเนี่ยแล้ว型啊！你唔是講看型，你是實方便啊？係，但是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ว่า攰แล้ว一個時間ว่าtry 過真係這種嘅頭毛，呢個頭毛咁款了，嚇，然後我一般做過成日都會喺你泵不到，你看，對泵不到對，嚇，แล้วก็เพิ่ม過頭毛了，อันนี้當然，嚇，所以我 try 過嘅แล้ว啊，所以我冇係咪咪嘅 try 了啊，แล้ว我譬如講啊，鐵路菇，特別你點解都接落來就是鐵路菇，阿咪唔是講鐵路菇啦，隻地嘛係骨頭。我覺得是 really day，就是像我講嘅你係是地方便咧，長 H 嚟縮縮打啊，大拉切就打誒。對。我會即係德國嘅你嘅 hairstyle 咧，到係當今嘅地數架是，你個把頂到過即係 hairstyle 數架。頂到 hairstyle，會等陣我係使去吹物件等陣啊，等陣。吹小可能看。我感覺伊把路嘅真正下嘢面啊。我 agree。我頭髮咱講頭髮是一隻來呢，一隻成長呢。已經 set 嘅。set 就係吸旁咪上邊咧。我是冇美術界上面，我冇美術界
就被 style 哩，我笨蛋啦是講，成個有你頭毛係我成日頭毛人講係你頭毛啊，我就 style 哩，我特節我就 style 哩，有你我是差不多上門嘛，我是係粉都會使，係粉伊會起，特別伊本來需要，你係粉了你 shape 伊，然後特別 hairspray set 哩，特別 set 哩。都係粉都是係嘅超性，還是你直頭濕伊類？冇卡。我係呢嗬，你我深就整，我咪是講我係開開起來用這裡，你我深，個是冇是咖粉啊，咁解嘅走去只隻位。特別你咪係手借啊，你咪係手借，但不當波呢嘢。OK 來，是肯我冇使用，未必要。你 try 我唔是咁樣講佢，我 print picture 出來嘛屌。你唔是我係面啦 ，of course 係 just model。哇，對，你俾佢看，即係我攞你整嘅型。哦，你個是嚇，我係見。滿是下輪啊！即係冇滿是條 style 嘅 ，call 卡條 style。嚇，做 style 咧。你咪作咯，你俾作，然後嗰條坤，嗰條咕窿嘅。and then 你吹頭毛嗬，你個俾吹㗎快歪哦，嚇歪哦啫。你吹快歪。你個位，你是唔是吹大啦？你嗰條勒意作嘢是作嘢學能吹啊！第一步是家就是吹頭毛，係嘛？我們想笨到吹頭毛。And then 吹頭毛 ，and then why 唔知係 why scalp 嗬個真正 sensitive。然後 why 頭毛過後一個帶過後等嚟講嗬，一個帶 and then 係成頭背。And then if let's say 你吹if let's say 我吹過頭if let's say 伊係你過後抓，或伊係烘過後strong 嘅時候，會成頭背。還是我切頭毛用大粒切頭毛嘅時候。過後大粒本嚟成頭背。哇！你哋小背啊，你頭背。啊，no，唔知點數。你馬路門事啊？馬路門事啊？我接落嚟就是安尼。And then if let's say 頭毛嗬，等嚟講嗬 ，and then 你shampoo 嗬，洗冇夠久嚟講，一條同部 shampoo 嗬，本嚟成頭背。你冇 rinse 夠嘅時，伊會 irritate 你嘅頭背。對，我接落嚟就是有 scalp 就是一個 problem 啦。所以我冇法特個月就會教對啊。你當今問咗 style 咧，你係冇？你冇 style 嘅時陣做嘢，當今是有 style 咯。當今是有，and then 冇 style 嚟講咪是夾邊咯，嚇好。你搞到吸嘅咧啊？吸呢咯，夾邊啊。你人大隻沙頭毛呀，大隻黑膠，even 都困點寫不出黑膠嘅咩？冇，就都寫啦。我寫啊，就寫啦。特別你係咩意思？你別使講，你是講成個都冇出門有 style 頭毛啊？嚇，大當，我冇出門，我冇做，我冇出門也冇 style。嚇，完全冇做。我係頭毛，但是講我冇出門咧，嗬，我冇 style。而嚟講咧，伊這邊上特別這邊咧都較邊咯，所以你在你這老頂到嘅這小拍功夫嘅戲啊，你阿婆嘅頭毛你看啊，嚇我嘅頭毛就是啥你阿婆，講哦，笑，我嘅頭毛現在我 naturally 好，你先呢？你看到咧，我可以使白一啲，我可以白一啲薄，係一啲激到啲這邊嘅位，你知？但淡薄成家樣，佢哋 stereotypical 古了婆呢？你係一個係把你肚到你吹啊，那是成家你不拿。想哦，你做淡薄你收牙啲啊，你嚟把你肚樣。你地下一粒機，我當見佢個影，你係一粒機啊，個只想啊，我係頭整冇 ，because 我安尼係手你頭整就俾較長嘅嘛，你我先我頭毛怪長嘅就嘛，落過來怪長嘅，然後依家誒成個伊有影啊，佢依家影嘅依家 flow 過去後尾嘛嚇，然後所以我就是無限咧，我就是安尼邊邊啊，安尼。特別我講嘅時間咧，我嘅時間，你係 get 落碟叫落去邊啊？啫！誒，等陣我做我係album cover，我係借 cover。
卡頭我抌了，但係啷講，我咪講你頭毛正看下正 healthy 咯。我係頭毛啊，冇講大。and then 看起來 quite shining 啦，but then 是講種正 oily 嘅 shining，是種 like healthy 嘅 shining。但是大媽係會叫你講我呢個就係愛啦喎。係咯。係啦。有這阿咩啊叫做個咩有 shine 啊，有 shine 咯，別，我嘅時候我查寫哦，我有查寫哦，這邊。你邊話如何成日看係成日你在喺你。哎呀，喺新加坡喺你comedian 叫一做一個role 好似梁婆婆你知哦。對，我哋想袂到係咩名？對，梁婆婆對。真係玩呢？像哦。像。哇！真正像。梁婆婆來了。你愛講我想梁婆婆。我唔知伊講我想做。講我嚇呢？布基嘛，講梁婆婆。對，repeat 嚇呢？你講未聽嚇？伊講淡薄像starter 對starter。starter。然後伊是上加一條啲做嘅聲，上加。走聲咧，可能冇。No。是啊，我就走啊。做咩？另外我有去除我係 chiropractor。OK。我殺咗晒條狗，我鬧我真係直接講佢嚟估，就係驚真係時間。冇啦，時間短，時間。冇我真係特別準備2點就了啊，咪到咪你1點 before，but now 是2點啊，當住3點就幻想哦。這水哦這。OK， 我走成手你啊。OK，bye。誒，我就成嚿補啊嘛，特別講你成嚿補你頭毛咯，就係我嘛講，這個冇成啊嘛 ，OK 本哦。水。Madam Ong。講成日講 hairstyle 嘅字句講假頭毛。係啦，咱講頭毛嘢啦，咪講假啦，咱講頭毛嚟啊。所以嗱，我呢是，然後就人有假一樣嘅搞啊，就有 grooming 嘅頭毛搞嘅。我冇喎。人似搞，定會啲講佢搞。我搞冇 groom 嘅，我搞到個考，定到我自搞時。有啲人有嘢嘅搞特別就假頭毛，假水，然後做 set 嘅。我知嘅講有啦，我知啦。because 伊是 poodle 嘛 ，poodle 伊袂落毛啊嘛，所以伊嘅毛會拍角內面嘅咧，會特登吹佢啊。but 伊工人負責佢加伊狗嘅毛是好厲害。我看到伊嘅狗 depress 哦。安尼咧，即係話較正經嘅咧，較穩咧。這是上加你知梅蘭芳無？唔知。係咪是梅蘭芳？梅蘭芳是比較出名opera singer，特別if let's say 伊無真嚟講嗬，伊嘅款就是安尼款嘅頭毛。哦，梅蘭芳。唔係，因為是唔是氣候定係是同一頭毛？梅蘭芳是只老，只古以前啊嘛。有 1920s 嘅時候，成日是 1920s、1930s 是真古嘅。特別我真係講咧，嗰隻嘅頭毛啊，嗰隻嘅頭毛，你成日你running 魚嘅可能是頭毛啊。running 魚頭毛。running 魚頭毛，成日講定住咱看到就 internet 就一個迄個去就迄個上海嘅小影嗰個叫，唔是成國政嘅小成日咧。上海嘅迄個 pose 啊，晴嘅啲旗袍呢啊，有冇 pose？ modern 嘅旗袍 Instagram 會唔會靠 shoot eye 啦？跟人講 yes。晴嘅旗袍啦，個微料嘅啥？又大隻個微料。
查某嘅衫嘅查甫嘅衫。查某嘅阿德你講咩？唔使除掉啲 size 冇。Of course 未啦，一次跑一球嘅呢，攞機啦 ，custom made 啦，係 custom made 嘛嚇 ，custom made 嘛。喂，big 太你攞去 custom made 冇？唔係。你用 donation， 之前佢開房我就買咗咯。BGHK donation 買我今日燒你女學位你即 ecam subscription 冇得。Anyway， 感謝大家咧，咁我講等陣就一季集之後。都冇講到個，哎呀，人家較早講安尼句人未記起啊。到時候等人冚啦。不，人聽安尼句嘅人，嗰是有心嘅來有可能。11月12號，本來學健慶祝我哋20年周年紀念，希望我哋嚟參加到啲Citadine啊，到啲冇嘢啊，喂，website Citadine啊，嚇，正嘅 Northern Road 啊 ，Northern Road Citadine，對。啊，是 French 是 Rue de Nordin。哎呀，對唔對？Citadine 佢 Georgetown 邊呢？會慶祝伊後尾有一個空地有出頂嘅，往到啲邊，然後你要望經嘅話有 discount，讓希望讓可能講日子呢是可能較早淡薄會去準備咯，準備想要訂飛機單啊，是到外國嘅啊，還是到啲外鋪嘅。會對嚟11月22號1122是咱慶祝啊，咱做老早11月22號拜六，然後若是咱有興趣嘅人呢，我人是要鼓勵เรา人去大的地方，下一間 hotel 嘅啦，你Citadine呢會去大，然後可能大拜5、拜6個禮拜，到拜一個節日。入邊大咧，我熟咧，就走去幹嘛嘅行，熟走去一條老板山買小巴食，然後去然後冇上回食，朝攏去啊，都再去，然後一啲嘅人都再去。然後4月時咧，我個會做一個節目咧，規出是講要安怎慶祝咧 brainstorm 就係看人我要安怎做勞作咯。所以咪叫我做上這物件，我有啲頭殼聽，我會 book 個 hotel， 我會 organize hotel， 但冇頭殼聽。你叫我頭我講我買少女特別買啊，冇法啦，特別做。但是講冇咁麻煩啊，所以我當然個要有成做淡薄家己嘅景嘅菜係咪啊？伊唔是成日講去參別人嘅 buffet 嘛，即是做就是event 嘅 buffet 就是學人變嚟學見嘅家己嘅。所以咱一定人到底合併，我不知4月時我學人講菜單啫，有咩菜？到底 clubhouse 人可能冇聽過啦。嗰時教人講啥物？個鹹菜妹，個唔是鹹菜妹，鹹菜個有叉粿條，個叉粿條。OK， 嗰時教人講，要是有興趣呢嚇 ，please 去邊嚟學見嘅網頁，尤其是你買 miss 掉網register 嘅時。你應該去網頁以後，去你 newsletter 入邊簽，去訂 newsletter 時落 email 時佢講講，然後你個收談網20年周年紀念celebration 嘅 information 啊 link 啊，安怎去所以學掉，安怎去買單，去邊嚟學見一個 dinner。應該是5月6月應該實少女特別咯，第一杯是9月30號，我免數啊，我知道，我免數啊，9月30號是每日，了10月1號起呢，我特別學家人講，學得人講嘅數量特別較早，所以我希望呢，拍底就是講有80人，我就真歡喜啊，80人甲100人，100人是真歡喜啊啦，人是1000人呢，我100人煙我咁悶。免1000人煙啊，100人就夠啦，所以希望我來咯。20年是真正，我感覺就是真歹做到，該做到20年啦。因為拄到20年朋友啊，成個你去你嘅大學無中學畢業20年嘅20year reunion 嚟款。
了人來搞嗰時，咁唔知咧，可能有可能我做線咧，時有25年啊，我買一退休啊，但白刀都冇肯機會做，所以你嚟到對嚟見話，未必個22年啊線啊買做啊時，可能好像使大家嚟時候咩事未做嘅時候啊，做20年要見到俾嚟見面就係咁樣。感謝各位支持，希望你人會撐起20年後，即係冇拄到嘅聽眾嚇，我希望這刀會撐拄到。你唔會點啊？所以成啊這個啥的確啊，爸爸成個未去 ，because 伊講你對我冇 big season 你做工嘅事，又見咧，然之後小英往然之後打到邊，希望你去啊，嗰啲人即刻嘛唔知去未去，即係多個即係我嘅驚。我唔知個，舊世界講，舊世界嚟講啊，阿達好苦你去啊，阿達。應該啦，到這邊呢。感謝支持哇！請歡一路人教曬字是請啊，成日未困過。古靈芝，我 hopefully 古靈芝係奇哦，古靈芝。請啦，請啊，白鹿嘅請啊，哎呦，請啦。人講緊，哎呦，9點啦。你白鹿冇。Oh my god！我唔知講咩喎。Oh my god！點啦？啊，真係亂啦！特別講緊你9點幾鐘，但係你特別講9點鐘攰咗滯哦。OK，陣時都講緊塔地估嘅，個蛇頭摸，掉，佢叫有咩塔摸？我就係病毒估咧，都係病蛇。嚇，頭先我係掉掉摸蛇頭摸。作變靚嘅嗬？嚇？啊，當時變靚嘅。特變靚。哇！我攰咩冇困啊？啊，得陣呢，你落雨咪死字頭冇困呢？哇！我了。節季節到呢？節季節到。啊！你個係少年，頂季節講就講你講唔掂，講自然節到啊，潮事。講你善人嘅，你善招嚟嘅事。你講哦，禮拜六你講冇講節。你頂季節你善招叫咩名啊？未記啊！一18歲呢，我變咗學健比較老。對啊，係咩人叫咩嘢？我別記名。神呢就別掉，對，因為我頂次是一直都係佢哋 chat 嚟同我講嘅，我未記咩嘅，起來隻嘛，喂你好，講興趣嘅事，少年呢，佢哋一個你講到隻你 because 一被做 decision， 你講到隻少年，佢講冇啦18歲。前年節到時我講嘅是伊講，你講，我講唔掉，我是講我樂園是一季節到，我講我樂園是前年節到，你 blur 樣。OK 啦，但個不多嘢。OK 啊，我搭結盤咗啦。嚇 ，OK， 感謝大家。我直接講嘅名。緊啊，我直接講未傻啊！感謝大家嘅支持，感謝，試過嘅時候，啷個嚟講過看，按照俾傾著 ，OK？未必咧使 plan 看你半點點有做隻 list of。本來學嘅你乜嘅 list 可能嘛，定到隻股嘅是 Google Map 嘅，未必咧係經學俾佢跟住接到住接，就是少嘢 map，真係，所以咱真係係經嘅去得落去接，係咪嘅？嘢嘅嘛，加硬咯，不到隻波可能活咯。得一個，特別咧，你明講一定咗就係其上一經嘅喎，伊大家咧咪是掉 jam， 所以咧成講我去這邊去，去冇上位去，可能我感覺所在是只熟咯，因為一隻碗只物件攤去冇上。你講說到 town 嗰位嘛，你到 town 嗰位啊，你 actually 是嗰啲物件本是 within walking distance。對，咁打對面。對，而家對是咁打對面啦 hotel。伽馬嘛，伽馬對面，主要我嘅伽馬佢咁打，你使去咁打本啊？喲，嗰個時候講，今晚講定自己講了落in，黃 discuss 只股講落in你再見到你自己落嘛，所以佢對面咁打嘛近嘅。冇乜嘢嘛，咁特別咧，特別當然就係就係講咩 illegal gathering 啊，特別偷字係咪嘛？唔係咩？哦，是啊，唔冇去咁打，唔知。特別。打去第三樓。三樓是做咩啊？去賭博。有人走嚟走去嘅啦。哦，走去，人嘅獅子落個半走去咯，半去北京嘅咯獅子落。對，一般去北京。
OK， 感謝大家，講完了，我哋講活動冇事，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拜，拜拜。頂一禮拜冇看 episode 到這邊訂，這邊一看啊，訂了啊，訂了就訂看甲訂聽，個訂下就正嘅是一堆通知錄我現條錄音嘅事，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